係啊，各位聽眾，各位可能老人到底嚟邊咧學嘅咧，接吧！我等間冇滾等啊，我諗要彈單彈去看海基先來 premiere 哦，就人會彈。actually 正 qualify 人是只少呢，人無到嚟人無多，人特別有 Malaysia 嘅 mailing address 嘅彈參。然後人確定嘅時間，佢哋講聽講一隻 topic 話題講一集咩時間，佢哋講按怎彈。特別我係幾環好啊，哈，聽咗，我驚講我未記，看嗰個 post production edit 啫。特別我 edit 我特別打很好long聽，接落來幾個禮拜嘅話題咯，就是所重新講伊安怎寫甲翕一個海基線內嘅這出戲，電視戲，了甲伊嘅幾四個明星做咧三年咧 main character 咯，到底咧是電視戲，係其實來電視戲，本嚟講，了伊名咩Frederick 林明忠個有新無到底做好嘅人，演員本嚟講，攏知樣啊嘛，了個有一個John Tan 本嚟講，John Tan 攏個通看到伊卡喙。到底是有意思，人特別慢慢去帶入去多看，แล้วก็Dickens 是做嘅，做嘅老姨咪就咩係伊咪就Ivan，所以當時人嚟講嘅老作人應該少呢，伊人起來講嘅時間少啦，我想緊要做明星，但是大牌人無特別起來嘅大少嘅話。แล้ว這禮拜我人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呢，我第一次被講投降。แล้วคันว่าก็解釋นะ冇個詞咩，就是路人แต่ไปแกเป็นสิตำรวจจะได้เสีย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มองกูคนเอง大家好，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ดูเดียวครับเป็นสิตอนที่ให้งาน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คนเอง請他沙龍嘅對嗨，大家好。請指拍下伊嘅功夫แล้วก็青子嘅筍啊，你食了會等又食 pepperoni 嚇，是 pepperoni 係哦。係咪嚟嚇？英國啲我 potato chips。我問你家食咧，我 potato chip。喲，我未本，我冇啊。Hello，อันนั้น係四聲國中。四聲啊？哈，等我等嚇。แล้วก็我 Skype 合併另外一聽講新疆頭一擺來按鳥可能。你聲按鳥到底過來，我冇聲喎，按鳥都冇聲，你唔要掉下。按鳥冇聲喎。什麼會嘅 Hello，我聽得到有，你唔要掉呀。啊，按鳥歡迎頭一擺來喎。是，你來妹姐，你嘅卡開剛剛好吐，你你是安怎聽到本來學嘅 podcast？我看到一個TED video TED clip，係咪是聽 clip？ 睇嘅 clip 啦，人 TED clip 一個 speech 咯，一個 clip。哦，I see，是唔是學屌啊龍誒？我一 TED 哦，TED，我哋 TEDx 嘅係，當年講嘅學緊話係。哦是。伊用廣府話講嘅是唔是？對我講學嘅話都我講話講嘅咧，後尾。但係一教福建話，一教學嘅話是講廣府話，是講學緊話。講講話特別一教福建話，伊講牛百粿條啊，牛百粿條湯，牛百粿條湯。แล้ว我硬，伊講硬嘅啦。硬。แล้วนี่สิTEDx บอกว่า學掉學到รู้啊學掉佢伊嘅 TEDx session 咧是個กำลัง介紹แล้วอันจะ隨條邊咧學嘅呢裡面有講到是唔是？要講就說我 Google。伊講阿嬷อันจะ學咯，แล้ว你是到底到咯當金？我厝大到咯，嗰時我當劍大到咯。厝到咯。我到紐約。到紐約，แล้ว哇，當應該係新嘅紐約嘅歷史嚟咯。聽住係咪名啊？一間名紐約嘅，另外一間 upstate 有咩嘢啊？我未記啊，咧芥末青嘅是紐約嘅。แล้วรู้ตัดที่เป็นนัง嘅事，你是唔是ตัดเป็นนัง出事嘅？
我唔是特別出題，我太平啦。哦，台北，台北是白啦南。西家己人，啊，你捌南西哦？唔係，可能嘢白啊。哦，咩事你出名啊？冇啦，我而家應戰嘛都靠外邊。你是你看那叫昂鳥。是咯。哦，而且你冇人看到啦，你要解釋就做咩事人香港？阿兜啦，阿兜嘅解釋啦。OK，你係是嗰有另外一個特別呢，就是OB，歡迎 OB，OB 嚇？對啦，OB， OB 冇聲氣誒，OB 個調，OB 對呀，可能有羅莊嘅 B 啊，有學廚 B 個OB 嚇。對呀，我伊睇到 hopefully 睇定佢都係 reconnect 到對，但我 call 到對應該啊。at the call，我個 call 到對應該嘢就對呀。華邊，แล้ว洋鬼，這咧，即係看出嚟，係咩嘅 Sorry, ต่อ sorry, disconnected. crazy hot 啊，冇 hot 咧天落咁冇啊， ，not crazy and not hot。OK，係啦，我即係我俾歡迎，你 Oh, okay, sorry, disconnected just now. 唔要緊，我對你介紹特別咁樣介紹你先，我俾是定到只嗰隻股市會來過啊，誒，你嘅姊妹啊是住咩咩啊？你攞你姊妹是唔是？我有一個 sister 住 Tokyo，哦， then another sister 住這邊KL 啦。你是得一個 sister 介紹你聽，還是你介紹一樣聽？我係 sister，我 sister in SS2 介紹我聽。哦。That was very long time ago 啦，這年前啊。對，即係你了個，如果我個是到底我知道我去，即係佢頭次帶對路嘅時是到底 BJ 嘅時候啊。這裡咩啊？the friend from Klang 嘅。豆嘅，豆嘅伯伯。then after that 一刀個碌過來，咱就去幫手隻對。然後 OK，這個禮拜咧，我被講嘅話題就是投降，做咩事亂講投降咧？我咪啥嘅先頭冇無錢，這是 migraine 頭控。冇投降咧，成日講爛咗，可能投降啦。我是想要講嘅是，我要講關係上加咱嘅頭腦精神無咪對片嘅人，加有心理病啊，還是頭病，可能咩啊？แล้ว拜，我鳥把這個來啊！誒，如果 off air 過誒。Oh fuck！我未見 start broadcast。知啦㗎。我頭嘅 start。OK， 你 YouTube 嘅人歡迎 YouTube 嘅人。哇！講緊一大路，講緊一大單咧，是話你就講韓嘅講未講咧。你緊你有當佢就會去講，我們講嘅話題是投降。你投降是講隔了無相嘅隔了精神病無相頭關係咧。你 mental health แล้ว是咪講？因為我感覺就這個話題嗬，是到底馬來西亞即係亞洲嘅國家本冇咪興講嘅可能物件。แล้ว尤其是我看了，即係係幾線咯啦。但這 topic 就是我看了係幾線咯嗬，會到底提起來講，人哋到底南邊嘅事嗬，有一個角色是小嘅。伊即個三年嘅明星啦，三年嘅歌是小人嚟，所以我要甲人講，安即人看小人嘅看法，甲看安怎樣講？因為投降啊，是蝦米？แล้ว安怎解釋是唔是投降啊？是唔是投降咧？咱個當然要起來講啫。毛毛菇都投降哦。有啦，有投降啦，絕對有投降嘅。你投咗降？康來時啊，係咪密針嘅會講咯，脆咯，
吹到成日淡薄咯，下面物件冇夾咯，夾唔掉嘅嘢㗎了咯。安怎咧？安怎是頭行咧？I think more to attitude 啦，較安怎講啊？氣消啦，成日講逼切嘅事，猛爭嘅事就嚟啊咯嚇，係時常講話啦 ，after cool down 啦，哦 ，OK， 講錯話。你是安怎逼切嘅事？你是脾氣㗎，還是 ？Sorry，逼切。逼切是 stress。逼切。較濟嗬 ，OK， 較濟是掉 under the hot sun。係咪說 under the hot sun？你做還是啊？我抓咯嚇，抓แล้ว流汗嚇，แล้ว如果愛行，我愛做這個做嗰啲嚇，嚟了氣消了。哦，你捌到底啊？即係我做只是逼切氣消過啊？唔捌咯，有啦，笑 laugh until crazy 啦。啊，你笑嘅時候啦，唔是？嚇。แล้ว你講我聽下你 episode 那是你調到，你看你是你逼切，แล้ว人抓拍節，แล้ว是你會專注講話是安怎咧？你個記載哦。唔知喎，是講嘅事是唔知，咩咧嗬？交杯吹條 aircon 咧嚇 ，cool down 咧嚇，一個注意探念咧嚇，OK，then 到今日都你未記起別記啊 ，forget it，แล้ว隔離講 sorry 咯。你嘈人成日都嘈，人甲你講過人真都嘈人。哦，嘛就哦，係咪物件？即是講明明講是aircon 做會，就是買對位，就是愛對外位，就是咁樣嚇。哦，錯畫畫。錯你講咯，較濟是啲 travel 嘅事啦，啲summer 嘅事嚟了咯，少人嘅你講。哦。係咪物件都唔掉嘅啦？係咪物件都唔掉嘅？你講咩？At least 伊會講 sorry，成個我係爸你看下，過了是過了嘅啦，但是你生氣伊錯人嘅時嚇。是你會錯了。這個是這是脾氣㗎，係啥物？脾氣咯，but at least 冇會講伊會講哎呀 cool down 啦，就袂緊啦，講 sorry 啦。伊講的啦，特別唔知而家有講啦。有 I swear， 我叫 ICI 嚟，叫 ICI 嚟做正骨啊，做正人啊。So，แล้วOK，我個被講嘅咧，就是阿漢你講咧。我係問，即真嘅是。咱兩行咩使講？哦。你是唔是要問真成日有頭較有問題㗎，還是成日講人脾氣啊？咁款，但係我問你是脾氣㗎，還是正舌頭啦？我被講正舌日本特別我被聽兩行。OK，so 我定到去對厝嘅時，我去 check 我嘅 ovaries， 因為我有 PCOS。PCOS 係咩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啊。แล้ว我愛食迄個的 pill 咯。แล้ว我發覺到嘅時，我 normally 因為我有這個病，我嘅 hormone level 是 out of whack 嘅 ，kilo แล้ว我愛來 period 嘅時啊，我真 depressed， 我喊咪本會好嘅，แล้ว食了咧就 regulate 咯，但是我食嘅藥是直接一節嘅，藥來嘛，所以7節後都來 period 嘛，所以 between 呢個 last pill 甲我來 period 會頭一節啊，我喊咪本會好嘅，真係 emotional，very emotional แล้ว淡薄嚇，你是規身規個頭腦是白嘅哦，白，แล้วI like depressed 我諗嘅喎，OK，แล้ว上甲有like愛好嘅時，上甲有嘅人嚇掠到我嘅心臟，安尼款下就安尼款。哦，如果他真心痛，成個人心痛，哎呦是好㗎！迄日我是你對來嘅時。我去我嘅姨嘅厝，แล้ว我嘅姨人是真啊高真啊
active 真濟物件做嘅人，所以我家己一叫人多厝呢。所以我想，做咩事我愛來，我愛對厝，然後我來這邊無人陪我，我來做啥物？然後因為我嘅兩個 cousin sister 是 lawyer 來嘛，伊人做工無日無暝，然後我伊個就去看厝啦，去買菜啦，啥物無用。然後我一叫人下啲 living room 迄邊家己烤。即是 because 因為你若是講唔是因為你嘅荷爾蒙影響你咧，你都變成嗰啲物件特別你小特項物件變做成個人 against 你人就做咩事噶啦？做就是頭啲做就是做咩事？我安尼笨，我安尼笑，我愛來，我明知無人愛陪我嘅，咩我講 text 我係劍啊！我講 I want to go home 我係宿舍。你是特過節有經驗啊？你可能是久一擺。特過節個笑無啥物件咯。哦 ，OK。Actually，這個係咩事？這人無講嘅咧，就是 depression 咯。你這是 depression 水頭紅要求啊 Actually, I have 我本有 depression last time. 哦。And look, depression is because actually 我嗱講我想我 depression 來時有陣時有看一陣啦，有陣時一陣來時候都是會 suicidal 咯。所以就是講愛笑自殺啦，有自殺嘅多啦，pull the plug 跟住自殺咯。有想要自殺啦。想要自殺嚇。然後自殺and 明想你知唔知 ？Because actually also that but then because 我家己本囡仔細漢囡仔嘛，都有陣時都會想講真係很好咯。because 我想我講，有時較濟人就講死去無數啊嘛。but because 我個囡仔，我會想你死本未，活本未，你未死本未 ，because 腦殼細漢嘅。so 有款，but after that 我冇食藥啦，但我control 我嘅 diet，做我 meditation and then 有啦 on and off 啦。你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有落久啊？冇 diagnose， 我冇去看 doctor。OK。特別你家己知啦，你 depression 嘅經驗是，你家己 depression 嘅經驗，係咪你講咩啊？笑咩啊？我講 depression 叫咩？要求，唔知掉多咯？要求我讀啲 dictionary 特別一多唔知要求，後調咧？我哋後調冇掉，我翻 message 我寄來。哦，是 depression 嘅福建話嚇。哦，意思係要求係啊？呢個音是求，要求。阿比新聞啊，新聞啊，不過新聞頭條新聞啊，我準備來啊，然後個有這是我未記啊，小雜毛啊 Hello， 大家好。我準備大媽個係我準備投降。我把路多投降人經會做。哦 ，OK，嚟啦，好啦，嚟講啫。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แป๊บปุ๊บยังไม่สิจับบ่อ่ะ要雜波波。จับบ่หันเอง歡喜來一回。歡喜未來過，但係講未來嘛，做啲 Facebook กับ我講。嗱，就走幾多啦？แล้ว OK，投降嚟 continue 講，但係咱哋講就 depression อบี講嘅，唔係我做邊啊？อบี你經驗是安怎咧？你成個但係你講成你去 depress 時，你不想 suicide， 你想要自殺，特別你 feeling 是安怎咧？你感覺到是真正激心㗎，係咪講啊？激心咯 ，and then 你OK 啦，because somebody 有人講maybe 是啦，你 situation 真慘或者你 ，because 我嘅囡仔是有 special needs 嘅嘛。
So let's say okay maybe 你 overwork 啊，你 but 我在就是講我是 depressed 嘅時呢，我嗰時我阿面根本未做嘅，但係嚟講冇 depressed 嘅時，我係 normal 嘅 ，because the situation 啊，我環境啊，我會接受嘅 ，because 我囡仔是 special needs 嘅嘛，so and then 我嗰時做工嘅，我做工，然後我嗰邊教囡仔，我正做啦，我做 community work 嘛，so 我係社會工課嚇，然後呢嚟講我 depressed 時，我唔買困車嗰條咧，哦，你直接困嘅了，啲名稱嚟，我係困啊，20點鐘唔要緊嘅，我買出來我愛冚我喺房間裏邊冚我curtain 叫咩blanket 愛冚curtain 愛冚。我係枕頭，我是困到枕頭下底，枕頭吸外邊嘅，你冚嘅了。我係困20點鐘會使困嘅，但我嚟講，我做 depression 嚟講起來，我爭一半，我就啉嘅，我唔買咩唔需要做呢。哦，你真係是，你唔買困車，嗰個困車嗰時，你頭腦嗰時可能想到你 problem 嘅嘛。對問題啊，都是愛困。你是唔是平常時，那是無 depression 嘅episode 嘅時，你是唔是無去有咧你 depression 嘅 problem 啦，你嘅問題啦，是唔是干係 depression 是嘅是問題？你平常時唔是 depression 是不是無，伊不是無呢大代志。你 depression 是 magnify 是咯嚇，是咯。actually 唔根本冇講。Actually 冇 depression 嘅是 OK 啊，我handle 正正嘅。And but 當今呢啲 episode 嘅招咯 ，about 嚟實講4年前呢，我baby 是 about 5-6年前啊嚇，但係未是嚇，真正即係咯。Because 有人講because 都未 handle 你驚。But 因為我見啦嚇，我見啦是個冇3-4歲啊，你 suddenly it onset 就 it suddenly 嚟嚇。所以我未接受啊，然啦，我唔是啊，阿咪冇接受本4年啊嘛，對唔對？然後呢then 我 only after that 我自己我 real conscious 啊，嗰個叫 conscious， 我 conscious 我自己做咩物件，但我慢慢白起來，我 friends 唔重要咯，所以我 the way 我 send 一個 message to 我。SOS message 到我個朋友啦，然後我朋友嚟催我咯。我 because 你老實講，你 family 本未了解咯，你朋友本未了解咯。所以我 actually 我寄我 SOS message 唔是我 Malaysia 嘅朋友，我寄是叫我UK 嘅朋友。所以我 UK 朋友伊掠條橋咯，伊家境叫。send message 叫KL 嘅朋友嚟催我咯，then 嚟催我 ，then 慢慢 ，then 伊本是 life coach 啦，伊是 life coach，所以伊慢慢直接叫我出來 ，take 我出來啦 ，actually get me out from the bed 啦 ，get me to 無呢我時呢，我淨困我困車，我叫我9點啊，囡仔出去啊 ，out from the 出去去讀冊啊，我是調了我名稱位，困甲陰崩屋出嚟。特別你講嘅時你走過，特別讓人無地時你走去同埋名稱。我嗰時嚇對。paralyze。所以你是做4年前，你講你做4年前嘅時，發覺到你個幾個殺掉講你有 depression 呢？你contact 你朋友到 UK 朋友是 SOS 你 message 你叫意思是你講咩物件咧？你 SOS message 是我頭慢慢嚟 ，maybe 嚟咗漸你有陣時換車隊冇數到冇帶你 break down， how 都係去行路邊位 how 呢？都maybe very simple 嘅物件 ，maybe 你聽到一個話，magnifying 下，你即
開車開住我泊車了解啊，並好幾拿去點證嚇，然後呢因為你垃圾咁唔會有見嘛，安尼咪咁樣有見啊，慢慢嗰個妹妹嚟個我垃圾掉嘢啊，一禮拜要困多處困幾拿日咧呢嘢啊嘛，對唔對？嚟講安尼個一路去呢，就就是我會self harm 咯，self harm 就做self harm 咯。你其實在講你有那款 episode start 咧頭一擺時，你阿個幾號？然後再整一整，你生囝啊未還是？生囝未啊？應該是生啊。你生過囝那個實有啦，定到是 before 有囝是你無 experience。我表弟我是嚟冇，我應該講我幾時啊？呢啲有20年前，OK， 我唔算 ，I'm not so young bird 啦嚇。20年前 probably 有一道嘅 episode。Okay。Then but even though it's a little bit 淡薄嘅愛做曬即係特別即係嘅過啊。OK， 所以你冇去想嘅。吉頓嘅是6年前嚇，你個格股，你阿個幾哪個月，安尼慢慢一起，幾哪個月 maybe 3-4個月慢慢起個啲，你throw 我下 SMS 出去 ，SOS 出去啊。Then for recovery I take another maybe 1年呢，佢哋講都go back to normal 咯。哦。呢條多咯嚇。你 SOS 你朋友是一間 UK 嘅朋友啦，對。UK 朋友嚇。你介講係咪？我介講啊。我未。嚇，我講我未試半未我半未咯。所以你朋友在講你特別需要有人搭幫手啦。伊有淡薄psychic maybe 啦 ，because 伊是我伊有淡薄psychic嘅朋友嚟啦。伊本會讀到人嘅 emotion 嘅啦。psychic 就係 psychic 嘅人係真正明，伊只 sensitive to 別人嘅是咯。mental state emotion。because 我真正本是真正冇咩解，類似冇咩解溝了，你掠掉咯，掠掉 because 我即係 suddenly 被有啲冇人嚟了解我。我這時我咪講這話題就是我看咧，你喺其實老師講到小人，所以我想到這部分嗬，就是人亞洲人無去講到 mental health 就 discuss 係一大部分可能。所以變做那些你有成個出來人是朋友，你看到樣成個講，即6幾年幾日啊無出門，一到啲出位了是你是去關心樣去問看，到底有蝦米事啊？還是做咩事？你會講哦，比如講你感覺到你出來人朋友未被了解你咧？咁所以未了解我。你捌甲伊人講過，還是你出來人無 sensitive 對迄個即個 topic， 所以無去看到講哦，有可能你是 because of depression 你 act in a certain way。我都唔知，because 我嘅情形外邊看來應該是 OK 嘅咯。即係啦，即係 depression case 過來看，外邊來看應該是 OK 咯。我嘅 career， 我嘅事業，我嘅事業啊，我嘅I mean 工課 OK 咯，工課咁樣 OK 嚇，咁樣 OK 嚇。So and then 錄做緊個international company 做 regional position 嚇，做 I mean 都見嘅工課也是 for the regional， 所以真正。看起來，外口看起來是水啦。即成功嘅人嚇，對，外口看來成功嘅人，特別如果是一邊就個人講啊，
你去甲自己讲。你无办无去个人头开，你有想到要去，你有想到，就我无你收着你买。sorry，我談機先。啊，哎呦，真唔是話。所以你就無後邊你有想到要去看老君，還是要找心理嘅老君，去講還是啥物？有想過要看老君咯？冇去想到啊，冇去想到咧。第二項我第驚個是 medication。哦，我就講去隨樣哦，嗰這本是叫食藥嘅咯。嚟啊！我一項我淨係驚食藥。John 但係都講做咩事出嚟人甲朋友，伊未隨學條路，未學條路，有point嘅就 ，because 伊人開關心，伊人關心了，伊嘅關心吼，唔是我人愛嘅物件，所以所以未 fit 掉我人嘅腦講，哎呀，我人會 I let go 嗰時，唔係 let go，你人是 concern，但我知，我人會知講。yang panic je. Tu yang lang唔是I yang panic，都冇實質嘅叫panic What I see somebody more 是講they hold the space for you so that you be yourself， you know。甲人想嘅物件是愛想嘅意過嘅，所以甲會 click 掉嘅啦呢，伊樣是好朋友。出來人，樣個是好，樣是關心，但伊人嘅way啊，樣是未 fit into our mind。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of depression 嘅時，你成你成日亂講嘅物件無，樣成日你感覺到伊人是成日，你感覺到伊人是成日是被 instead of 被聽，甲你講聽你嘅心。樣是直頭要去 solve 嘅 issue 好咯，是唔是？something like that 啦，對啦。樣要去解決好咯，instead of 聽你講。對，但有你講我無半行嘅啊。無半行嘅啊。你愛，你rasa，伊甲你講你rasa 伊人成日講你無管去跳樓，你無管去，你無你管去燒就樣個在怪你家己啦，你做咩想嚟講？安尼曉是唔是講你呢？有本，了。對。OK， 我明白。你我唔知我不甲人 share 個，到底 online 時候，咪 share 個我有一年嘅事，我攏看我啦就係，can 嘅我就係。笑到當聲係笑人嘅啊！我當今我有一道嘅事，我家己經驗過，我無咩明白，你知我是平常時是真正歡喜人，所以我無明白講 depression， 但是我明白，但冇人講時成出來朋友做乜事，rasa 會成日怪你，你看我是聽到嘅時啦嚇 ，before 我家己經驗過嘅時，我是想講，你做乜事愛 depress， 你成日講做乜事你家己驚愛 depress 嘅意思，你知？成日有人有 depression 啊，做乜事都驚愛安呢？你未成，你就是做教育嚟講嚇，你應該是未 depress 嘅。我聽到 before 我自己經驗過嘅事，所以我無，就是講我無了解，我咁做乜事愛講出來，就是你真濟人本時話你看你看法咋，樣看有 depression 嘅人是成個，哎呀，你家己咪講，但是你家己講好好嚇，伊未你被 depress 嘅。意思成日講是怪你㗎，你有 choices to choose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be depressed，然後你 choose to be depressed 咋。我頭頭是本來我成我老實講，我頭頭是本有安尼款樣，但係我是講無去甲人講的啦。我無想講，哎呦，做咩事你安尼 depressed，你無落樣，我無可能講，特別我心裏面我淡薄想講，但是這是你愛歡喜來講下，你應該是會，你特別出較濟力呢，你知道，我是心來想。特別我搞家己是，我家己啊，我安尼歡喜嘅人，有一節是我唔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特別我有一個 period 是about 3個月嚟看啊，我未喎，我到啲 Malaysia 對嚟，我去 visit 人，還是個只濟，特別咧學件是第 on 嘅時，還是到啲 Malaysia 出播咗佢嚟到到啲 The Star cover 為㗎啦出㗎啦。แล้ว我唔是只做只濟物件 I think what part of that is 我 burn out 咯，就我只濟press event แล้วจะสิ
出來去拄邊咧學見聽講時候，我覺得成個 hold up 別人嘅impression of 我 ，because 我哋邊咧學見嘅 show 啦，咪是我只老咗，真正大笑大講嘅咧，所以我 even though 我大一本好啊，我硬 push 出來 every drop of energy to be 成個 fulfill 一人 I expect 我 expectation 啊，所以我唔係很 disappointed 咋。所以做個變咗我自己真 drain 啊！你 at the end 我對來嘅時候，我成個 fall into a spiral 就，所以我真正 depressed 掉咯，但係咪嘅成個未好事你看，然後我上班咪去做工就，我直直笑我未去做工，我未出，到啲我未請到掉，我咪去做工就勤考咯就，然後我到做工我嗰度見 client 就俾講話咪好，哇！我計勤考我未打咗。差唔多，我 experience 看咧直直考咯，成日我唔知係咩物件，我成日我按照我頭腦啲時候，我唔知咩事，我咧激死咪，我唔知你我 everything going on very smoothly，特別我自己真係激死。我同 Bruce 講，但是如果看到我按你看條個幾幾個節，個幾幾兩禮拜，我少按你看條，我叫伊特別逼我去看落去。So，但我咧慢慢我我3個節咧看了時我個幾3個節個慢慢都對去 normal 啦。所以我當今啊，我對馬來西亞我做咩物件時，我就寫住我唔係做小姐，然後我見講我 fall back into after that episode 咧，嗬，我個有到攞到我本是 usually 是 when 我有時我係逼嚇成個真正好物件，真係 excited 真係歡喜嘅物件，真係時候，我肯定就 crash 嘅。所以我特別專責看我做物件，尤其是我對馬來西亞嘅事，所以我當今，但係我 set 較濟度，我對馬來西亞我 set 成一行邊咧學見嘅，就是 one day 啦做物件去做，一個月時我都冇去做，所以我未想 crash 咯。所以我經驗過咧，我咪就係講，哦，原來是未 control 嘅。我未 control。I think it's chemical imbalance。係啦，好可能，好可能。你樂觀咧，你講下樂觀。Yeah，對，其實 chemical imbalance 你冇夠 serotonin， depression， 要求是腦裝啦，平常嘅事情個冇好嘅物件。做好你成個你會真正死啦，是你會搞死啦，你會處燒去。係咧，แล้ว你อัน款你較極限嘅事，係咧是平常，係咧是掉啦。你譬如你會腦做好你注意อัน款是因為伊嘅你會 serotonin 嘅，你冇夠 serotonin 嘅 serotonin 嘅 level 落去。特別你平常嘅要求嘅事，本來你點聲過了嘅事，你家會一慢慢一起來，你小電腦起來，你家會好事去。我掉啲你困起嘅時看到伊日頭時，啊無你想較好嘅物件時，你家會好事啦。所以安尼是平常嘅事，安尼是 normal 啦。特別你若是 depressed 時啊，你嘅 serotonin無夠嘅時候，伊爬起來做一個，แล้ว所可能有這個 depression 嘅病時啊，你唔使歹嘅物件做俾人咧，伊逐項好事本啊，逐項好事平安本啊，伊嘅 serotonin 伊生是安尼款嘅啦，伊人會腦會家己做伊嘅 serotonin，所以伊本是變成個變要求去。直激心，冇蝦米水，直激心去。แล้ว你若是想假了啊，serotonin 想假了嘅時候，你未想個 future， 你未想面前，嚇，你未想白刀物件。and 那款嘅事啊，就 hopeless 了。and 那款嘅事，你都要驚你直直想要出殺嘅款嘅物件了，因為你未想去面前了呢。所以你若是未想面前啊，大人都要想面前嘅嘛。你夠希望，你若是有希望，你若是會想白刀嘅物件，你就有 hope 啦。你若是未想白刀嘅物件了。你就無好了，你若是無好了，你蝦米想要
你还是被 continue 啊，话条你买了，你就是当今只坎坷掉是，哈，你就实较好啦。So any 款的是 depression 係平，係你唔是人叫 reactive depression 是上加。哎呀，我對你除了我促銷掉啊，無我愛嘅人買愛我啦，所以我 depression，但每來你都會好事嘅嘛，所以係你是 normal，係是 reactive depression，แล้ว你 endogenous depression or clinical depression 是你冇下面你特行病安本是係要求嘅，冇 something to trigger 你啦，แล้ว我 situation 是，我唔是我平常時我 I don't think 我有 depression 了 but 我知道有幾年到啦，我知道的 one major one 你看到我就是我對馬來西亞的時候，我成日只 spend 我只用只 energy 啊，是對來是 crash 了。係你是 under explain 是到底是 chemically 你看呢是話？嚇，本是 chemical，係你是本是真正真正破檔嘅，有真正濟人有嗰款嘅，你若是上海，你海嘅時，你有真正濟少多年咯，嚇。แล้ว maybe แล้ว你個了嘅歡喜嘅物件了嘅時，你會 now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嚇 shut down，卡咪起來。特別若是 shut down 上快啊，你別了起來就會點，所以你自己感覺要求。是唔是上個人去食咧 wheat cake 安尼款食是哇，真歡喜。係你是另外。了等陣無了嘅是哇，激死我。嗱，你若是要講食嘅物件，還是摕嘅物件呢？係你是另外都是貴。有真正嘅物件人，有真正嘅物件人食了人家happy。chemicals 有真正嘅 chemicals 人摕入嘅本是會做路嘅款。第一普通嘅是酒。酒啊，chocolate。特別不食 chocolate 是 opposite。激死嘅喎，攞行嘅喎。chocolate 人講會 boost 你嘅 serotonin level，so and 人會真正人 addicted to chocolate 誒是 and 款嘅數，唔是，第一普通嘅是酒是 depression 係。頭先你啉嘅時，你會袂記，你會輸，甲了你會蝦米輸？特別伊有一個 drug effect 啲你會腦，伊接起你腦是做你 depress 嘅酒。了cannabis 本是就是 cannabis 是 marijuana 啦。本 cannabinoid 是 depression 啦，本是有真正一百項本是 depression 啦。係你 magic mushroom 咩？無，係你是無相。無相。Psilocybins係是較濟是 stimulant 加 hallucinogens。hallucinogen。係你是把啲你嘅腦是把位，伊做掉你嘅把位嘅腦。去想把物件。伊就是上個 LSD、Psilocybins 加了是 hallucinogens。你都知最近啊，馬來西亞有一個 news 啊。啲檳城這邊北海嘅啊，佢哋查某19歲，一滑車滑，我不是係對。然後伊講伊是個真濟 version 啊，我都唔知話你伊 news 變個安怎啦。即個囡仔伊講，唔是囡仔啦，19歲啊，伊細漢到大漢，伊有即個 learning disorder 嘅，伊袂 focus 嘅，所以伊有 OK 伊會幹，咱唔知安怎伊半暝應該是去啉酒，還是去 club， 還是去 bar， 係咪唔知啦？然後搞個早起個對厝，然後伊是佢哋老師，你知 highway 是 one way 嘛？一人去一邊對嘛？所以伊唔知做咩事 one 去佢哋 R&R 位，佢哋 R&R， 伊可能對嘅。然後伊無人對伊家己 hallucination 你家己想嘅，然後。你時你在 R&R 按入去，成個按入去靚曬，但係你出嘅時本來直出嘛，一出嘅時倒把你你就一倒把你換。伊換無相嘅，即個尾吼了伊弄掉，成日你去 flyover 啊，你倒把你換了弄掉，佢哋來嘅車咯。我睇到新聞，so，佢哋都唔知安怎。佢哋是叫投降。投降啦，人叫投降啦，人即係話叫投降，成日投降就係人講嘛，投降啊，笑人起笑啊，嗰啲咩啊？即係有人講伊受唔了 migraine 咩？
投行是賣鬼咩？冇啦，投行就是講你頭有淡薄 mentally 淡薄冇咪。我在細漢嘅時啊，我特登若是暗暝嚇9點10點，我甲洗頭毛，洗完頭毛啦，我係問你講，我洗頭毛都係頭紅啊！嗱，我頭先講嘅咯，頭紅。啷對啊？哦，做咩冇啲咩？因為我冇唔會呢。誒，我講一個故事，你講。頭紅嘅故事。你講。伊不是差唔多愛去自殺嘅，特別我唔捌，伊我是聽來。然後伊去。我去幫助你，我到底 handphone 你聽了。伊去扣面，佢哋查某，佢哋安迪啦，伊去扣面了是伊扣面過後真痛啦，伊 recovery 真痛，了痛到3擺，伊愛去自殺啦。已經2年嘅時間，了有一個人，伊嘅朋友發現到，伊講伊嘅朋友問伊你做咩事啦？伊講無事啊，伊想講 act normal 你吧，你看得出伊嘅面是真正激心喎，because 伊是無講真，伊古早就水啦嘛，了伊去做過後本是水啦，特別無清楚真濟咯，特別伊嘅皮好凍掉呢，伊就癢到真大聲 ，because 是痛，所以伊嘅 scar 真痛。3擺2年，講了伊甲伊嘅朋友講。半暝我醒起來，我想要行去跳落去。你看你物件，伊朋友驚甲準。你慘一個。扣面扣緊嘅。無啦，你特別家己想啦，人若是面啊，人講是較濟是水嘅面啊，了伊個別個伊個老了喎。你若是水了，你50歲啊，個去安尼。個特別扣面啊，你特別家己想啊，伊腦。淡薄是無好事了咯。แล้วเขา做伊嘅面嘅本，我知我講係咪無？伊未 accept 伊變老啊。所以內面嘅腦都有病了，都有問題了，你知無？不過佢面整，佢plastic surgeon somehow 特別甲你講，你 consequences 啥物？好嘅有啊，好嘅伊人。每路慢每路看，伊人我 actually 我有扣面嘅，了，佢有問我 minor surgery 伊冇問我啊，你看啊，所以我做了啊，未，你嚟做你看你行嘅啊，等陣我做了啊，你 regret 嘅咯，你看你要甲我講正下。伊 advise 我啊，嗱是安怎款？你第要件事，你再冇查某去做靚嘅，要做人家做咩做靚較大啦，那是。被話伊行啊，那是係咪？要佢哋調，嚇！伊度俾每伊 plastic surgeon 那是好嘅啦，那是無插嘅，人無插本貼落做啦嚇，我都掛落去。特別地好嘅啊，伊人度俾每頭先，你安怎看？你定擺時你嘅腦有病無？你有 depress 無？伊無每我有病無病，就是每我講。無好嘅度俾每嘅 ，because 你知無？有較少嘅人啊，伊人袂要做咧，嗱，成個做我皮筋較大啦，做我皮筋嘅型無相啦，安尼款啊，แล้ว伊人做你時候，伊人講啊，我無咁壞，即平時無病，我袂要做個字，แล้ว伊個做個字，但係你講啊，我睇下我耳無水了，我耳掉隻病，我面一做我耳較面整，所以你就要做耳，所以每來伊人滴滴刮，是伊個腦無好事嘅事。唔是伊嘅面無好事嚇，所以你看成個我講咧成個 Michael Jackson， 你看 Michael Jackson 做鬼頭啊嚇，伊都唔是伊嘅面有蝦米事，伊是伊嘅腦，伊嘅家己嘅，伊嘅家己嘅垃圾一樣你看個水，伊家己嘅看法有問題，你知無？嚇。哦，火車，個火車來啊！誒，火車，之前是只啊古靈誒咩古靈帶嚇，古靈帶嚇，但是古靈帶沒有掉誒。Anyway，我嚇，直接講。我有一個，我是在做 internet 嘅時候，我有一個，我去。做一個 life coaching corporate training 嘅公司，咧呢個 CEO 咧是馬來亞人，喺澳洲讀冊去香港開生意，
了伊古代伫香港嘅生意真大。了伊個 train 迄個香港嘅迄個走馬嘅場。跑馬波。了伊 train 伊人行伫迄個火團迄邊個 firework 啊。哦。迄款物件來，所以 apparently 伫香港是真大嘅新聞來啦。伊當然對來 Malaysia 嘅時，伊就着 bipolar disorder， 伊是 clinically proven bipolar， 伊會冇 clinically proven， 蝦米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OK。嚇，兩人啊？兩人是小嘅。安家寶啊，哦。安家寶是小嘅，了伊人因為伊人 pressure 嘅事，了伊人就離婚。離婚了，把伊人 stay as business partner， 袂help him。所以伊會冇有一擺笑咯，就是伊講我 fax 一條物件互 HSBC 香港，迄時 Unify 個新個嘛，伊無 international fax 嘅嘛，伊就講咯迄個 US dollar 200塊，你安怎蝦米，然後迄個翁就講。伊是因等囝啦，伊媽啦知你愛做蝦米啊，你媽啦會使罵伊啊，蝦米，就兩人就罵咯，罵了，迄個某咧就去甲 client meeting 嘅時啦，一邊惡邊吵幾日，了就無好看了嘛，你對去 office 嘛就互翁罵咯，了迄個翁就罵，伊人就罵了不要緊 ，the next day。迄個翁真啊，心情無好，真迫切。伊去整伊個壁，伊個壁有空，我唔是正義波。嗰個真係正義波，啲 office。嗰個真係。伊個 office 是用一間 normal 嘅 terrace house 嚟做嘅就，我人嘅 office 是廳來，伊啲樓頂困，然後伊個某下是啲。大馬沙拉第一水嘅 townhouse 內面嘅，伊人搬開大嘅。了離婚了嘅時嗰時係咪離婚？離婚了嘅。了迄個，了我嘅頭家咧，迄個翁咧，整了迄個壁啊，伊就喊哦。真係是bipolar，我兩個目睭看到嘅。了，迄時我係嘛喺中國 vacation 嘛，我係移轉來，伊買互我嘅車司機去做工。伊驚講你黑路啊？氣消。咱講，sorry，finish 呢度。了，伊寫一個真 creepy 嘅 email 就係，但當今看對去唔是 creepy， 是伊愛人，甲伊。關心伊啊啦，幫伊都知喎。แล้ว伊講 ，OK，if Robert says this, you must do this。แล้ว有一個物件說 ，if Robert says he's sexually inadequate, you must say, oh no, you are a ladies man。Oh my god！ 伊係啲 friend 嘅 intern 都知喎。迄時我同我20幾歲，我 shock 都知喎。แล้ว伊。Oh my god！ 是真笑，所以我係伊看到了，伊買互我去做工，伊逼了我係車出是逼了，唔知係多少位。哦，驚人黑呢？我看到是bipolar 嘅，伊是 bipolar type 1，唔知 type 2或蝦米啊。bipolar 冇種嘅 apparently。So 你是 one of it 咯。So angry how 啊？我俾講嘅就是咱講到對平常時咱講咱嘅 standard typical 嘅，咱講小人到底幾耐看到小人，當一句有會記講讓細漢時其實是把在講讓 neighborhood 啊，讓嘅小人嚇講下。Burma啦，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被伊朗被help過伊朗嘅投降嘅啦。但係都可以偷三周，但係佢哋嘅老幫晒會有好。NHA 有一個 social phenomenon 人叫 social drift。social drift 是你投降嘅人啊，被收工、被收厝、被收波，所以來。
俾嚟大啲記落邊咯。嗰啲嘢有厝嘅話，但藝術家可能看啊，未必也唔知啊。我厝嘅有一間auntie伊青椒 T-shirt 呢，伊無成，你伊行啦，坐摩托過人看伊吼，伊再講人看伊，你伊個 hand 伊阿蹦出來，好你看。冇講啊，佢打冧。所以。我就是攏我哋講嘅是because 我 involved with 咩啊 autism 嘛 autistic children 呀，所以有陣時本是樣嘅行為啊，樣嘅 behavior 本是真係 bizarre 咯。對，特別對，特別又唔是小嘅就，有陣時是樣嘅 body 有樣嘅 sensory 有。sensory 叫咩鬼？sensory 有 problem 嘛？所以like recently 我是有收到 case 講有14歲、15歲囡仔，大部囡仔，I think 伊是袂伊無講話，伊 non-verbal 嘛，伊袂講話嘛。Then I think 伊是有 puberty 啦，so 我唔知伊嘅 understanding 係咩，特別maybe 有 erection 啊，係咩啊？伊袂 control 家己嘛，所以伊垃圾真痛苦，所以伊有陣時啊，伊走出去外邊哦，一困到學校嘅，學車尾學車浪嘅。我就講，我嚟講話呢囡仔哦，本是真係 challenging 咯，伊唔是小，就是伊袂 express， 伊袂 express。自閉症是唔是？對，自閉症對。自閉症對。OK， 自閉症 autism 自閉症啊，我想啦，自閉症還是叫做 ASD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還是叫 just autism，還是叫 Asperger，所以看伊一類 wide range 啦，邊啲只幾行嘛。你咪講，你講下，但講唔係 autism 嘅。有可能人聽就唔知唔捌聽過啊，是唔知講 autism 係咩？你陪 explain 淡薄 autism 啊，是自閉症唔好講。唔係，即係伊病是安怎看啦？安怎？伊 usually 是伊嘅，OK， 自閉症你袂使講哦，伊唔是一個 syndrome， 唔是講緊一好寬嘅一 set syndrome， 所以叫做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嘛 ，spectrum 裡面是真正 wide 嘛。有人講哇，自閉症人真正天才，唔是人哋講，伊人講看伊一個 graph 啊，有咧呢是真正，伊有 high skill 咯，所以有真 high， 有一個 specialist 嘅 skill 咯，特別伊真正 low 嘅self help skill 就，特別有咧呢，伊是真正，伊嘅 self help skill 有怪。特別伊別項嘅 skill 無關，即有咧是咪講嘅啦？伊嘅 self help skill 本無 skill 嘅，伊無special 咧。7就講伊真哇，伊有 photographic memory， 或是伊曉 play music very good，and then 特別別項物件袂做啦。不有咧真正濟，伊是無 skill， 本是無 self help skill，and then 你看到伊個是啥？上個有人看是有用啊，人家一個只小人啊，只咪路嚟人頂到，maybe 到人叫做小人啊，唔知啦，對唔對？講叫人有一個名互伊咯，對唔對？然後有咧是有時間看物件靚安尼，伊看一個咩風扇哦，伊看幾那點點然後有咧是macam-macam lah, ASD 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然後你有 steaming issue， 有陣時 rocking， 有陣時 disorder, sensory perception a disorder. 伊無注意物件，上個你甲我注意物件。伊會 relate 甲別人 ，especially 甲別個人，伊會 relate 相款。Because 伊個 sensory perception 會腦無相個人嘅，伊生無相。伊 sensory 是 cover which sense of 個了嘅 sense。All the senses. Like visual, your hearing. Sometimes 你有時聽，伊個被看咪去啊！你看樣你看咪，有咧你看伊唔敢，伊袂看路誒，伊 because 伊
too sensitive 嘛，伊 hyper sensitive， 所以未看你伊目睭邊看一邊，假如講我本頭歪一邊嘅，本有then 有咧是聲咯，then 有咧是 sense 你 skin 咯，所以可能還是無咪自家穿衫，是用穿嘅衫，特別到頭邊來穿，because 伊內邊靠伊嘅物件嗬。hyper sensitive 啊，有咧 hyper sensitive， 有咧是 hyper 伊無 sensitive， 伊物件本係你喙去咬去嚼，還是伊hyper 所以無夠 sensitive 咯。伊嘛就伊就是伊嘅 sensory 唔對嘅了，I think 是伊 more of 伊 neural 啦，伊腦咯，伊 connection 啊。伊線走就無啦，無線走成了無是伊無 fire up 啊，伊 sensory 腦伊無 fire up， 所以袂收到伊嘅 message 啊，像你頂住講嘅無打聲咪聲無夠嘛。你冇加學過，你俾結構啊，大家好。當嘅話你，當係，我講咧，嗱講話我唔假叉燒，跟住講我頭紅。哈哈，不要緊，當今時好點正後，所以教人講按怎談即係本來學見按怎學人單去看咧是咯，我談我已經 book 咗我嘛，都入落去一個看戲，所以最好我看彈掉啦。你幫人彈掉被當會使啦嚇，你有時我唔會來彈呢，我一見到就係得教嘢 actor。就是咯，就係特別咯，所以我同人講，我當然講人聽 announce 人聽安怎彈啊。今仔即人聽到即個頭風嘅即個話題是咧是10號咯，所以我真快，我就會學人彈即個我嗱講你現時聽我是早聽嘅人成彈啦嚇，早聽變嚟學見，然後較快超快人成彈，所以12號是。4月12號 ，OK， 聽到4月12號咧，吉隆坡special preview 到底哎呀，死我未記伊嘅 detail 喎。4月12號，4月12號，4月16號，4月12號。4月premier 是16號，特別我學單是12號起。12號啦，你就要彈，你彈了按照彈咧，你就是我就啲 Facebook 嘅位啊 ，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facebook.com/Penang Hokkien 位，你企喺邊，你就看到一個 KL Special Preview Giveaway 嘅 post， 到啲咧 post 裏面，你就俾下幫你名到啲裏面，我講我愛。你愛彈，然後 hashtag BG， 你 comment 你，到底 comment 你 post comment 你下 hashtag BGHK 加 hashtag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啊不就是 hashtag YMTWTM， 就是你 short 寫 short form 啊，到底下邊嘅寫咧呢，我就去經，你我係學攞嚟冷彈 ，OK， 攞冷彈一冷彈攞條單 ，OK， two pair。2 pair， 所以攞嚟名啦，一個名攤攞條單 ，OK， 所以你到12號時就要去，但是你要睇 KL 嘅吉隆坡嘅 ，OK， 但是你要睇檳城嘅咧，你到13號嘅時去Facebook 嘅 page 位，我你就會看到伊嘅大多是 for 檳城嘅Gala Premier， So that means。So that means 就是12號都冇關佢真係 post 喺 Facebook 那邊 for 嘅 giveaway，and then 就I be the first one to 冇你想下 the first two， 唔是 first 啊，我咪 because 我咪做較 interesting 較公平啦噃，頭一個人彈嘅咧就彈呢段咯 ，first comment 頭一個人彈，你特別寫 hashtag BGHK 加 hashtag YMTWTM 啊，頭一個人寫。你都會彈伊個頭 first pair of ticket， 然後村嘅人個了咧，村嘅人第二間去個後尾我 close 伊個 contest 時，我入個了人 enter 嘅人，我溜一個人 randomly pick 一個人，
哎呦，我爱哦，真係是我啲激位嘛得了咧。我台灣嘛得 book 得咁少，講我出去看戲講 OK 喎。我冇插路啊，你特別快唱啊！那是你頭一個嚟講，那是你對我到底，那是你對我到底Snapchat 咧，我 before 我 post 時，我係成個浪到啲 Snapchat 人講 ，OK， 我當機會 post 啊。我電話換對啊，所以我冇插路，我冇插路，我係後兩關。你電話安裝啦？啊？你電話安裝？Next week 會嘅電話咯，所以我唔得到時嘅咗啦。你電話 number 安裝冇開到東嘢，拍未通。哦，我嘅SIM card 吧，我嗰部 any phone to put the SIM card 所以卡未通哦。ลอง聽啲哦，冇插路是豆嘅好，是別人冇好係我，那是你咪彈咗嚟單咧，ลอง特別去 Facebook 會看。我12號我做 start from 12 a.m. 點先就 start monitor 到我11:59 p.m. 我看嘅視頻群啊，我看。等陣我想話唔對，等我看等陣我彈5 bet， 所以會使學較濟 ，sorry， 我會彈學頭內人是彈 for sure， แล้ว出內人彈嘅攞掉個。這是 for 檳城應該是 KL 個檳城上啦，我彈學5 bet 啊 ，OK， 我頭內人彈攞白。就掉彈啦，那是出嘅人嘅了，我可以 draw 內人彈落白個，就唔是三嘅咩？唔是，因為三白嘛？對，我個另外一 pass 到啲 Snapchat 嘅 ，Snapchat 就是講我就係講 ，OK， 就準備 enter first person to comment 咧，就是彈下一個白啊，上12號是檳城嘅，12號是檳城嘅，แล้ว13號是啊不，12號我是學吉隆坡嘅。13號是學檳城嘅，所以那是你對面就是呢 Snapchat 咧，本是會講咧，呢 Apple 咧，然後對面咧就是 Snapchat 咧講 Apple 咧，對面咧那 when I reply 講the first one 對面嘅就是我就頭一個叫啦，是唔是？嚇 ？First comment 加 second comment。First two comment 咧就彈咯，แล้ว那是講 Snapchat 咧是我講另外 Snapchat 我 special 咧，我是講OK， 那是你要彈一攞一條一擺 ticket 咧，你當面就要殺起去，แล้ว你要講係咩物件，所以 Snapchat 你對話咧，你個會知講你會彈門，你會嘅彈門。所以我到啲 Facebook 學4個人彈，到啲 Snapchat 學1個人彈，一個人彈落條段。12號4月12號咧是吉隆坡嘅段，4月13號是檳城嘅段。แล้ว我要緊嘅特別在講，攏是有到啲馬來西亞攏家己，攏若是講攏let's say啦，你是吉隆坡嘅人啦，你檳城嘅無彈啦。啊！無吉隆坡無談，你愛來家己花車來檳城，還是坐巴士檳城咧？你會使 enter 本，特別要緊你特別親身家己會去，你家己出，你家己單去啦。特別看戲嘅時呢，談呢段是即個海景線內Astro Shop 贊助嘅學廊嘅段。有未俾我？12號，明白。所以讓actually Snapchat 係我是17號時間學 actually 17號時可能特別注意聽，過一禮拜我先學 Facebook 嘅先，然後17號嘅時我個學 Snapchat， 所以特別等。Snapchat 本上吉隆坡本學一個人彈，檳城本學一個人彈。所以這邊就是12號、13號冇彈掉，就一17號咯。17號掉。12、13號。I hashtag 係咪講係幾擺啫？Hashtag PGHK. You mean the word to me? Why? YMTWTM. It's a short form lah. You mean the word to me? YM. Okay. 逼邪啊！佢哋個名人啊！所以我這是調底㗎，因為我是有㗎，這個海景線內這出戲。有合作嘛？幫助就係partner講話安怎個會promote
介紹出去，了長時間咧個安怎會學邊咧學嘅聽眾談到物件，所以我解拖我袂斷，我袂個白紙時陣佢會講個歌咧，係咪佢會彈歌咧？特別咱成講斷聲斷講咧，先就是你無彈斷，白紙你袂斷呢，你冇有機會彈物件，彈歌咧彈banjo，我看到啊，介水呢banjo，介一個咧，攞嚟是有 picture 無？我有 picture，我有 picture 啊，等我看。我能見先，我能見先。Harry 是歌咧啊 ，John sorry。Mark，哦 Mark 嚇。我嚟講啊，我嚟講。特別是 T A 你真係成間啦當波啊，一種嘅啊，當拗啊，當拗行，可能你是過嚟咯。哦。太淺。所以我特別等我特別隨去啊。sorry， 一件好啊，唔是 the email， 一件好啊是，等我看到。we transfer， 等我可能看，這是budget啦，budget 攞那是無談到，但談到 free 嘅單咧，讓要去買單看咧，佢較好個啦，那是到下只係真這嘛 promote 嘅 show 嘛 ，then but the thing is， 我 even 我個 free 多嘅時候，我買到你本身咪看下，我本身搞我 another half 嘅看本嘅。啊。所以唔要緊，你都坐你馬去看是藝術是真好，人哋依家即是買個數噶。所以我 try 落。我知嘅啦，因為我講阿媽講我，即是頭一擺頭出邊福建嘅戲講你應該是明白，我講 OK 啦，講一個看嘛。要聽。我嘛 try。要聽邊啲福建哦？我買到福建人嘅 of course 要聽啦。邊啲福建要聽啦？伊是巴山福建。巴山嘅福建要聽冇啦？會要聽嘅嘛，冇對嘛。嗱，這是毛毛菇啊！即係毛毛菇嗰個當最勁要。毛毛菇，嗱，變水咧，嗱，攞佢哋即就是個咧，特別你看，伊特別伊個咧，後尾又係幾時攞嘅煙？哦 ，OK，大家去買單，แล้วทีเอล่ะอีสิสาได้ตัง咯ตังปอยเอมาติเรียล咯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ก็จะเลยให้ว่าปันจิ๋วให้กินสินเลยปันจิ๋ว冰水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ก็ที่จะเลยอันจอทันเนี่ยจะเลยรู้ตัวสิปัจจิเบตองก่อยสิละฮะก่อยจะพรีเมียร์สิฮะแล้วนั่นสิก่อยสิเขาสัตว์做ไม่หีแล้วนั่นสิก่อยสิเขา即係話住要學到後面哦，多謝下你談多謝。我一行攤一人攤冇撚謝啦，我學十條笨，一千小啊，十條笨酒十你個咧，誒 OK 咧，點知啊？所以我開始解個咧呢，你快畫。誒冇阿俊，我彈咗一下，我背你一百個筆記。你咪讀啊你，我咪學到彈啊 ，disqualify。冇錯啊，只不過別見冇貴啊！哇，你今日醜啊你，就嘅冇猜我學到機會彈，你個咪考啊，未讀對嗎？誒不，OK，免驚。我咪考有粒冇粒嘛，我係有粒嘅。John，啲家境是你媽啊？到底 C 係咪啊 ？GSC 是唔是 ？GSC 嚇。GSC 是到底邊兩嘅嚇？到底邊兩嘅是？我就知，等我想下啫。我等住一記好啦。KL 應該是未 ready 咯。唔知等我隨看啊，等陣我隨 email 個人講。咦，你是講 Premiere 啦 ？Premiere 特別棒嘅是幾嘅？Premiere 是咁啊，no， 等我看看 CSG 誒。GSC Golden Screen Cinema Pavilion 就吉隆坡是 Pavilion Pavilion 啊 Oh my God Pavilion 我可能講一6點半係一個 red carpet 嘅 guest 來6點半到8點然後8點到9點半咧讓就睇去看戲แล้วตอนที่ลอง特別教我講เลย information 告訴ลอง談呢人係ลอง特別教我講เลย一定要貼成個 IC 啊，是要貼亂名，所以到時是你是前面報名，是一頭到下面計夾單。แล้ว邊兩個呢？邊兩個就是到啲 Gurney Plaza 嘅 Gurney Plaza 嘅 GSC。OK。喲，我睇唔到，我只漢堡都在我哋 long time queue 啊，冇 time queue。
阿張幫先，那有去嘅啦，一件翕阿最上我都看。好，感謝。แล้วทันเดียวติเกต會使 transfer 好啦吼。袂使你特別你特別你談嘅人，你對名特別到底邊啊 ？because 你用你名來 pick up 你 ticket。你第二個段落愛帶做人去，唔要緊啊。明白哦。我已經有我嘅 partner 啦，所以我是一定是專門就去嘅。OK，所以安尼看咯，你人到時到會記幾號啊？4月12號，就是講，若是講這拜一，即成天啊人咧談嘅機會就較懸咯。特別唔是隔了啦，如果攞條段，你會使攞內人會使談溜談嘅嘛。所以到時是我甲人報告到啲 Facebook 報告，若是講 Facebook 報告，我可能限制人到一 certain time，若是人無 contact 我後，我特別學把嚟溜把嚟 winner 啊。因為唔係咩事，唔是講我讀嘅事，是因為我特別解人，我特別解人一禮拜整特別解人講啊。OK，你咩 one week 啦 ，one week time to contact you 啦。冇，我唔知啦。嗰時我個細看，因為我你若是較早談嚟講，你對細較早。甲我講咯，一禮拜點先你甲我講咧，但是因為一禮 within the 1 week 我特別學迄個Astro Shaw 嘅人亂嘅 particular 先，應該大家啦，成學生啦，談定了喂。阿張我真係 PM 啲啊，喂 details。你人啊，若是講要去睇 Premier 嘅人咧，學過去買單看咧。亂嘅單咧，一條單就學你機會談一到，但是亂買兩條單咧。讓翕內人嘅面，效應內人嘅面，夾到你單，再翕面，因為蝦米事咧？無你買兩條單啦，你10個人翕夾上兩條單翕嘛，賺嘛。所以你若是買5條單咧，你就賺5項物件。然後你成早嘅人學你經，早嘅人所以你特別卡手較快啦，無咯？較早教你就賺經愛過咧，還是愛辦酒咯？誒，但我講起過咧甲辦酒嚇。個咧個咧個朋友呢，讓面還老話，人哋一人夾一 set 好啊本。OK。所以咁時啊，讓面還老讓談人家己笑。誒，這隻我感覺這隻特價好滯哦，這頭一出邊咧學嘅你戲，แล้วก็談啲 merchandise。喂，包括俾見到人收。แล้ว啊，我覺得你冇開過。OK。來，就我對講，攞那是無明白，我咪叫無明白我講得先。我不要緊，那是我談，我俾你8塊$20。邊啊？你按照談，你都未談單，你都冇談熱溜。我係 mailing address in Malaysia 嘛，我 IC 特別你 pick up OK，特別你 enter 是你按照 enter 咧都冇變，按照你叫別人 enter 嘛。你就被夾到你單上。我 Facebook enter 袂使啊？會使。所以你媽咪去單 enter 會使。所以我 post 時，讓佢話 comment，到底要緊就俾到底 comment 入面 post 你係效應。所以到底 comment 嘅我會看到住 post 幾點，呢個時間讓係效應到底我就講我係攤住人攤啊啫。所以你冇係就係講你幾點辦？就是但是你對我 Snapchat 咧，你我冇個人講幾點辦，特別到啲 Snapchat 咧，我係較早個人講。Snapchat 我頂住我報告到啲迄個時候，已經就新嘅人對我啦。然後到啲 Snapchat 咧，人就是要聽我其實報告，我是學人又大人啦。即係頂住是 test 嘅時候，我幫見招嘅時候，人就是要看到嘅人咧，就啲喺你 post 幫見招，人就 test 佢係按怎做咯。但是講我唔知我講咩，但是你冇對 Snapchat 咯。แล้วเจ๊ลองจะไปตัดจิตตัวเล่ปันว่าเป็นกี่กันลองก็ให้เล่ปันจิ๋วกับก่อนเลยอ่ะว่าซิลแต่แปะเลยจิตโถมันสิตัดที่ Snapchat เลยหอยOK 是讓機會冇彈掉了 Snapchat 冇彈 OK 來接你講頭哈伊來咧伊來啦但我應該幫我幫這個伊個 trailer 嘅 clip 好人聽因為伊 trailer 嘅 clip 裏面有講到這個小人嘅這個話題本啊聽人講幫人聽係幾線咯得啦邊嚟學嘅人就人講得人看到 trailer 啊未看到了有OK 嗱幫人聽這裡我看人聽到
你啷聽到？未聽到？冇聲。誒，後聲啊！他那 A 了。你咪是迄隻出得 dance 嘅 director 啦，我係大哥嘅後生啊！你出名，我跟你老爸吃，別怪啦，人嘅名你靠。我做掉，人係真嘅歌手。成家阿妹你看病人，萬看到白虎貴嘅老小面，小人我嘅先呢。打起出來了，分別太小心。你未留淡薄面水互我人嘅咩？你會死啊！我去這種事，你會死啊！如果有回聲了，救你家己先，了我會救到 Vivian 嗎？我俾個人講過，了那是人看了就去啦。邊啲你學緊啊？啫，都是啦，是哦。都是哦，回家，回家都是都是大陸啊！我一講頭邊啲大陸都冇聽到啊！哎呦，我講聽啦，我人看了就去戲我為你定講一個節是我被落嘅呢，就是我被獨對人看了戲就去人。我有一出是被參詳這出戲啦，我是29號4月29號，不，4月29號參詳本來學嘅是，我被參詳我自己是啦，當我我嚟自頭先，我個笑呀，and 我 record everything 啊，way in advance，我就會笑佢就會講啊，唔是29個月6號是個月6號。The main important thing The important thing 就是你個 director 個 actor recording 就是冇放。幾時啊？個就是 before 伊個 show start 嘅時咯，邵東興佢拍過是4月14號，然後伊個明星是5月1號。你是個 all the actor 還是跟啊 certain actor 呢？我有叫到試 can 會來嘅人試 can 咯，就是伊個即個。man actor 個 actress 咯，對咯，你人咯，Frederick 咯 ，and then 也 Frederick 人 John 小嘅，做小人嘅，然後伊個大哥做基嘅大哥，小人嘅大哥。OK。個小人咯，伊人個小人，我報嘅咯，就聽，因為個老伊個 Frederick 啊。介笑呢，我冇想到伊呢笑呢，我看伊做嘅 character 係呢正經啊，我冇想到伊呢笑呢就，喲，咁樣人們笑啦，但人人們笑啊，即係一嚟學經話 OK，成個路咯，成個路啊，成個路。阿 John 啦，阿哥本啊，做冇換隊。Frederick 成個路，特別依家好笑呢，伊แล้วก็ยังตัด人個畫面咋。Frederick 畫面叫博雅，人嘅畫面叫蔡妍，冇呀嚟，蔡妍，แล้ว個唔是博雅另一博雅呢，博雅，แล้ว個John Tan 就叫 Roti John， แล้ว個Ivan 做你 Vivian 嘅你大哥，แล้ว少年嘅大哥名叫做劉儀。我講笑你有家嘅做 Frederick 嘅細漢囡仔嘅冇介意，冇介意，小細漢啦，邊啲學嘅乜嘢死咯，我能講臭話就，我能跟你講臭話。阿 John，maybe 伊是爹哋嘅海嫂咩？你知啊，唔係啦，海嫂咪是較大漢，海嫂13歲啊，14歲啊是。Who's know？OK，แล้ว來接唔對講，我咪continue 講就是人到底就是講小人，但我個人講聽到伊個即係看人才人講嘅價值講嘅，做阿หุ่น嘅字嘅講小人無人結善嘅，你講我講有病人無人結善，小人看到後特別個路特別咩閃面啊，人嗰啲人。我感覺到一人每人可能經驗，是講人偷心肝，還是講無好，是人
无去 understand 无去明白这小人诶小人啊，所以你变做只惊伊条，你伊乖乖做物件无像个人，所以变做惊伊咯。但特嘛查某宝特嘛你是讲对啊，查某宝你讲看到是你惊啊 reaction 就是，我现在是每成日看咧，当今咧我是惊啥物？当今我是无惊诶人，我是惊讲，若是讲有当时人起笑起来是，人辣只把会活着路啊。所以sudden attack 迄个我是惊我着活，我毋是讲惊伊诶人啦，因为我明白较济啊。講特別有時人是真係是笑起來啦，你特別人打閒一般打閒袂掉嘅咯，不是變高嘅咧。個作品咧就是笑人也都毒死人啊！特別笑嘅人，古早細漢時，你嘛看驚咯，了把你看了個可憐。特別你講唔敢 approach，你驚伊，等下伊就被 accept 嘅嘛。特別你建議呢個一個看了。是被 accept， 是 the only thing 就是。我都未曉 approach 啦，就。你唔淨係伊嘅 reaction 是安怎？你若是 approach 伊，都係冇等笑起來咧。是啦，唔是我睇驚啥物你就。你 approach 一下，伊若啥你是 OK 哦，伊直對調你話慘。是咯，就是大家又就是何先得了起哦。一起聊你。絕對起哦。你人感覺到到底，人感覺到人嘅做咩事？人嘅安尼 mental health 嘅issue 嚇，人無。出來這邊馬來西亞這邊啊。看這個樂觀嘅，看這個正善樂觀，這個係咪樂觀啊？正善嘅樂觀，正善嘅樂觀真正貴，了個 appointment 真正貴。我唔想講話玫瑰啊。正善是世界最少。係我出來嘅人愛看。唔是貴咯，是伊個 appointment 是 per hour，然後 each hour。哦，伊 appointment 真正貴誒，伊甲你講按落過之後，甲有誒啊，少誒啊。啊，嚴重嘅啊！少誒哈，你少都唔知少嘅到落去。冇交落過。喂，阿 John 情線嘅樂觀是 psychiatrist 還是 psychologist？Actually，我冇，咱講正等陣。伊有 certain clinic 有攞嚟，所以每路愛看咩？個主要講起就是唔是隔了小人本是 violent 嘅，特別人嘅 perception 是人嘅不要看嘛，人成個有啲人講隔了孟加拉嘅人就是歹，一種嘅看法啦，人 already 有 preconceived notion of 一人immigrant 隔了就是有 certain type 嘅款嘅，冇啦，但是咱都比較笨嘛。就是咱就是人嘅職業。但我哥有去過一個上個小人經做工嘛。咱細漢嘅時，咱別人就講，如果是山州，都好少人掠去。就是安尼款咯。個人掠去。個人掠去，係就是咱就係講啦，那來那 racist 就是安尼款嘅問題啦。我講係講嘅，兩件那派下毛毛菇掠去。就我報，你媽講咩？你講。等一兩來先啊！我再咪講。就我報成講咧是你了解到嘅。我係古仔啲小有啦，然後講。你講咩？我怎麼你想你 line 對啫？你講咩？你講咩？我係古仔有啲小人經做工過。做伴遊啦嚇。了伊講小人經啊是伊第一暑假嘅一個 section。點算咧？伊第一暑假是佢講話，梗係無想甲做工嘅時間咧 stress 呢，真係小人來甲你講話嘛。你講嘅 topic 無想。真 interesting 啊！真 interesting 哦，真爽哦，咁樣做工真爽。了你會怕人嘅，你外人嘅，就記唔起來咯。了會出來行咧，就是。愛食飯時，人會這條食喏，伊家己會自理啦，伊會 control 伊家己。伊袂偷沙偷口就對。食飯時以後食飯，伊敢若有問題你看呢？我是話曬你看到讓我知啦，因為我家己捌經驗過，我咪講路人啦，講話啦 ，OK。我聽到時我無明白
唔知講小人是實講小人隔了，無我知講 even 都係無 violent 本好啦，伊袂拍人本好啦，伊袂血咯係啥物？你本是啦殺掉，你驚伊是因為你無明白，你唔知伊嘅事，所以你驚伊就咋？你若是講我家己嘅經驗啦。頂到時是聽人講話，人講頭，像就袂接，你看咧好，然後就奇怪啊，就 weird 啦，伊奇怪嘅，小嘅我就驚啦，看到就。當然你再講伊袂做，你袂幫行嘅時，你係世界講話，因為你是所講嚇，你本我變做代無驚去啦。但是講伊袂血我靜，我是唔是驚伊小，我是驚伊靜我。你話是無寫字嘛靜水？誒袂笑來較飽啊！แล้วB 但係你講別講咩？I think 這隻小violent on the road 是真係少啦。伊 percentage 啊 ，I mean， 咁兩人看到伊 because 伊like is on the stage 嘛 ，because 人recognize 嘛 ，but actually 這個 the number of 小人 violent 嘅小人 on the road 是少咯。啊，即係這講緊人哋咪看到是個是 autistic 嘅 children 咯，對唔對？哦。但係有啲這人是看到啊，嗬，佢是閃咯。試嘛是還是海學關嘅辨識咯，because 無了解嘛，就講人做爸母嘅背後無假時間嘛，對唔對啊？所以 actually 做爸母嘅是真係激心嘅啫，啊，所以講人嘅心人嘅啦，嗬，心跳，我人會真係心聽。我家己嘅囡仔唔是 autistic 嘅 actually， 我家己囡仔唔是 autistic， 特別我家己囡仔是 Down syndrome 嚟。OK。啊，你感覺你經驗過哦，經驗使人看，怪看伊啊，啥物？喂，你講我係驚個細漢個嘛，細漢囡仔呢，人 cute 咯，人細樣咯，對唔對？特別係嗰個人真係大隻啊 ，autistic 啊 ，usually 樣嘅面啊、面型啊，面個了是成個平常人嘛，人大隻，身軀大，6尺高，等埋5尺10高嗬，特別你behave成個小人呢啊，你是個人真係排斥咯，即係人看到點話伊講伊一句啊，即係做爸母嘅哦，真係激心，都唔是講免你人免去 approach，because 一般有陣時 sensory 有問題，就講免講特別去互人辨識看，還是閃伊安尼嗬，我人會曉，我人成講點。咁咩rasa 過安尼物件，我真係會 pick up 即有關嘅物件，真係 pick up 啊！人閃人我知明白。咱知了即項誒物件，你平時是咱無講嘛，但係物件咱個手路頭殼出嚟唔冚掉嘛，所以你當然咱講。你還是想話有咧，人嗬，想講真係人想teenager真係大漢嘅啫，你講掉起來，冇當時困得好開。即係並雙手買白起來嗬，嗰陣就你看啲咪是吊車嘅對唔對？啊，你大行困得可開，即係並雙手白後買正常行，即按做講啊，真係無事嘅咧，嚟講看伊 parents 無事 ，parents 係講無需要咩幫助，係咪？你免去瞧去看啊，你免咯嚇，嚟講parents 會幫助伊 parents 就該求伊物件，還是？超過佢嘅國家，解決物件，是咯嚇，而且是嚟講咱愛是安尼一項跟安尼啦，特別這是 one of the ways。伊就是講你就是明白一下，你人當然聽到，人知啊，或者人看到即係大 autistic， 而且咧 autistic 唔是 autistic 唔是小啦，伊唔是 mental 嘅。特別是人特別 perception 你看起來成個是人講嘅是小人，所以當然你明白啊，你再講嘅呢係正形嘅時，有時你看到你嗰陣時，你袂成個講徛掉成個，你知咱亞洲人第一時間徛掉上成看戲呢，你 accident 又加落 accident 又加了人話排隊成個 bus star 呢去看嘅，所以你就是講再講嘅呢問題，你再講你人是徛掉當面，你不就你講呢去看了人，伊驚。有autistic 嘅驚，特別係邊有 episode 係時石sau啥物事。如果你看到人，你咪再講，你人安尼可能無做半項，當徛到邊想是會想到做伊咧，伊爸母嘅事咪咯。你知啊，就咪變款做咯，還是你明白啊？就是
even 你做嚟講本好，你成日講哦，頂住我聽到邊啲學人講咧，我較好誒，看到佢手一擺冇橋物件啊，是蝦米物件，啊無就是看了過啊 ，understand 了就刷了過去。像個咱講啊，咱等下等人話這就是咩？咱講少見多怪，是不是？啊，應該聽你明白哦。少見多怪。我不要聽，你講懷疑是我不要聽。你少見咧，就真怪。你少看，你少看到嘅物件咧，你都會感覺到奇怪，明白哦？所以像只物件，咱 QQ 嘅人滿好嚇 ，LGBT community 就係你唔無你只少講，還是你唔知講，你一朋友就是QQ 嘅嚇，讓聽起來是喲只怪嘅，你攏唔捌 expose 對。แล้ว想個，例如講，但嘛啊，我比講嘅你有 Down syndrome 誒人本好 ，Down syndrome 你看你依個人嘅面冇咩像，所以人看少看，แล้ว你就想個，哎呦，不就不多女你去看，想個在咪。alien 哈，你看成怪怪，你去看，啊你對只相咧對迄個無，啊伊白無看到只相，所以就是講你知咧明白嘅嚇，甚至我未講人安怎，我係講我自己，頂到時我有一個我係 judge 位，我甲我做隻超怪，伊個 choir director，伊個小弟有 Down syndrome 嘅。所以我能常常做隻參，所以變做往參我都成個，when 你唔知啊，攞做隻參嘅時候，你就會知講伊個即個 problem，你是當做成個一朋友，然後就一個人，可能你冇去看伊有，當時你冇想，當時你冇想㗎咋。然後我有一個變做伊個朋友，就是我想有一個在即個我去 church 時，在去時我去在一間。啊，伊本是當時我去載我一個朋友了，甲做一去，所以變做你若是有參，你有關係啊，你就袂講感覺到有無相啊。你若是要講 Down syndrome，你 Down syndrome 嘅人較濟是真正應做朋友嘅，伊人真正 affectionate，較真正 loving 嘅，你若是好加伊人啊，伊人做你好朋友了，你袂你袂推介人了。我朋友本是伊特別我講聽我就是我自己經驗，伊本是你我接受伊真歡喜，我 because 有一人無接受伊，所以伊差唔多特陣拍電話俾我講話，特別伊拍電話講話，伊唔是要講啥拍確呢，我有問啊，特別伊是要講。你不禮拜會記來載我？我講 OK， 我禮拜來載你，你可能啦，伊無講就啥拍扣，特別講你禮拜特別特日你拍電話講上嘅，所以我 set 伊嘅 caller ID 嘅 ringtone 是 silent 嘅。所以你是唔是只單純成囡仔，淡薄囡仔騙嘅？啊，淡薄嚇，伊只 straight 啦，只啲，只 straightforward 嚇，所以伊就甲我講，特別當時你冇淡薄隻 spectrum 冇嗱，伊冇講成成噶啦，所以伊就會後擺是拍電話俾我講禮拜來找我呢，所以我就 set 伊嘅 call，那是我無應嘅時我就冇去聽咯，然後那是我有點聲聽嘅時我就聽，我講好 OK，I'll pick you up on Sunday， 然後下了就咁咯。假使你未記嘛？有時叫我未記啊。特別我就是講只隻你無見過嘅咧，你就拉沙怪怪，你見過你明白你知嘅時，你就無能見啊。所以小人們成日看咧，你若是明白你知嘅後，你就被拉沙就講，哦，我就被寫咩？我驚伊I mean，人哋你 understand 都無能見啊。但係就準備講阿豆嘅。你無講，哎呀，呢個小嘅特日嚟卡電話嚟教我講，一直肯定未去睇，都未叫講小嘅啊。所以我明白伊，even though 我冇 pick up 伊特嚟 call，我冇講，哎呦我驚啊！特接 phone 我，你明白哦？我是在講伊特接 phone 我會聽，還是我講聽未聽，還是我未聽？然後我在講伊講嘅物件是像嘅，伊特別講，所以你記來就我拜禮拜，伊就是驚我拜伊去在意思嘛。我個點未記 live broadcast 咧。所以豆嘅特晚都未講未特嘛？
豆嘅，大媽咪講嘛，出聲仔啊，冇聲氣啊，豆嘅。Thank you. Thank you 啊！啊，觀眾講嚟啊，觀眾講歡迎。觀眾講再啲。誒冇啊！睇到。係嚇，觀眾講歡迎。奇怪，Android earphone 備用。誒是咩？你拍一下你哦，我知你 Skype 你用 Skype 啊，你 Skype 嘅 input 有可能，你是到啲 phone 呢，還是到啲 computer？iPhone。哦 ，iPhone 應該會嘛？唔緊，安尼咁我聽得到啊。Anyway, I'm very quick because I need to go Disney. 嚇 ，OK。啊，你到 US 啊 ？Yes, I am. Hey. Yeah, finally， 我嗰度想揸起吧，路 finally。對，特別你 LA time 啊 ，Pacific time 啊，路。Yeah， 我都 actually very forgiving about the ADHD, Down syndrome, hyperactive kids. So we are very fortunate. 我係住一間嘅可能見啊，真係 hyper 嘅，所以上路講呢，唔知人係感覺講，哎呦冇假事嘢喎。真係穿呢，都佢講住句教你演咗10句，伊未記嘅。What time we going? What time？啊，邊講真係 normal， but it just 講伊個人淡薄無相。伊 interaction 個人無相哦。伊愛 attention， 真係需要 attention。But it ain't like normal people. It just like 有時你咪猜嘢，伊做 funny thing to get attention. That's all. 然後伊冇暑假嘅幾人對啊，伊講啊 ，Can you play with me? Why so bored? Nothing to do. Go everyone. 啊，伊真係暑假吹人伊對啊。So 有時感覺講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because 這世界特淡冇問題嘅個 game。講人看袂出，有人較 obvious， 有人較安怎講呢？較輕鬆。所以大人有大人，不過真濟大人有問題。因袂曉 self control emotional， 佢哋本 actually one of the 有時安怎講，有嘅是 stress， 讓你嚟 relieve 出來。So我看到真係特別，我唔知安怎講，小姐安怎用嚟 describe。所以有嘅 surgeon 我看嘅 friend 啊 ，because 佢做緊 stress on call，especially on call 嘅時啊 ，because 應該知 ，because 有時你 hospital call 嚟啊 ，patient demand，I'm pain，I need the operation right now，but actually 冇需要嘅。But because 人感覺講袂啊，我就我不如需要安尼款嘅 treatment，so you have to do it for me。But 有時 doctor on that day on call 5 or 6， 看到本起講，所以人被 release， 人 come back have to throw to someone。所以 part of the like 起小人啲物件，我看過本。你是脾氣爆炸啦，你是？伊有唔淡薄細個本嘅。Actually 真係係 medical line 啦 ，mental psycho。Luciano 你個點？係咪？你個 medical line 真係就 mental psycho 嘅。有啦，咁樣人咪少 actually。有啊 ，agree， 我基本有，就是無想嘅脾氣來就。我是講安尼啦，咱講是小無小，咱是唔知，你大家路行過，你唔知講伊嘅底係啥物。啊，咗啦，你人啲拍角投降嘅人啊，你愛搬無，係咪款嘅？啊，你講啊，你講，你特別搬咧，無教了人上嘅，有人是 developmental disorder， 上個 ASD， 有嘅是depression， 有嘅是上個大媽阿韓講 bipolar， so 你若是一個硬嘅款被搬啦，你會講用阿莫話 sad, mad or bad。哦 ，OK，sad, mad or bad。mad 是成個正笑嘅人，笑嘅人唔在意笑嘅。OK，sad 嘅人在意 sad， 伊會注意是 sad， 伊是 sad 呀。然後 bad 嘅人是 psychopathic 嘅，伊唔知對唔對。伊袂曉分掉甲唔掉嘅物件。是唔掉，成講係去太人啊，上面啊，所以伊無事甲你，伊做好你死，伊就無 sorry 嘅，無 regret 嘅。ACD，是唔知。就是 autistic。
係咪來？那阿蕉妹 ACD， 你講係咪？係咪 ACD 啊 ？OCD 哦 ，ACD 上面 OCD 下轉。係啦，是上個一參加 neurosis 啦，neurosis 是你知是有 insight 嘅啦，你有 insight， 你知你是安怎款，你有 insight。mad 嘅人是上個個了啦，你係psychosis、schizophrenia、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and 款嘅物件。咱講笑啦，I mean， 咱講笑人啦，嗬。特別小人你唔知是安怎款嘅。對，阿邊個國可能伊是 developmental disorder， 伊是 mental retardation， 還是係咪？你唔知，每來伊啲記錄情破破嘅衫，你叫你看是你唔知，伊是伊係咪本事嘅。特別你無插你講係咪話你本事，有在講人伊無咪好事，小人，咱講小人就係 generally 講嘅啦。OCD 是係咩啊？但係你講 OCD 是咩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is related to chronic anxiety 啦。你是即係講了是，即係 a spectrum of disorder 啦。你有 depression， 你有 anxiety， แล้ว大項啲 in between 是成個 OCD 是即係講嘅 neurosis 啦。So OCD 是真正 related to anxiety。你知 anxiety 啊，是人真正搞煩惱嘅。你想到一項了。一直直笑，了本是笑，伊若是會驚啊，笑好還是笑歹，伊就擺笑歹嘅，嚇。所以人就會撐未死啊。嚇，所以你若是笑歹是笑歹啊，你就真正解咯。你若是上家，我譬如講啊，你若是冚累梅了，梳累梅了，你走啊，你走了，無一物啊句你笑，啊。說唔冇，แล้วเรา有 anxiety 啊，伊真正影響歹啊，所以伊笑，我定條無嘅啦，我定條無數，所以伊講，哎喲，我定條無數，伊直直煩惱，แล้ว伊煩惱啊，伊個驚物件，哎呀，無條啲人看到我無，嚇，無條啲人看到我無數。哎呀，人接我厝了咯！哎呀，所以了無條啲一驚人接伊厝了，無所變做互人偷摕物件去。看無伊會鬧啊，嚇，驚係物件，所以買來伊是煩惱到甲死去嚇。我本是我有淡薄我講聽，我哈咪你們知，就是講你們知。我都講啊！我看門嘅時，我特別驚我嘅 garage 門無冚，我嘅車嘅門無冚。然後我就是驚，我直直笑嗬，我特別啊，我幾日到，唔是幾日到，我就一擺我開車去做工搬落，換到對嚟。換到對嚟啊！阿 John， 我小女是上個話，因為你嘅。每你用呢個 remote， 你嚟車裏邊看嘅是冇？嚇！我特擺出嘅時，我直直講我家己啊，你看嘅時，並來看有看冇？嚇！特別我袂記，我若是袂記，並來看有看冇？我袂記，我有訂伊個料我無。對，我本想，我嗰時你睇我訂，我看了後，我走嘅時我個想講，唔知我。走嘅時，我個 accidentally hit 到個 button， 一個開到斷哦！我哎呀，有嘛咗，到自己 CCTV 啦，隨數啦。了，是看到一冚了，你就刷了咯。了特別，我當今就是到 CCTV， 所以我到啲落邊嘅時，我行落嚟，我夾 camera 看了都冇數啦。了個另外一項物件，就是新嘅，就是我就係 electronics 嘛對。我就坐電器，所以我名稱邊啊咧，我都係一個 charger， 一插起一項物件，一邊過落嚟。然後我驚講伊，我無電時，伊會走電，爆炸哈，走電了就燒了，我尿到厝就 trap， 我就是驚咧喎。無啦，你而家無喺度講啦，伊若是燒是伊走啦。哎呦！我有個例啦，我嘅梅花嚟都是啊，真正屬個嚟 phobia 是頭風啊，唔是叫頭風。咱能夠見我冇咪字嘅啊，誒 phobia 係屬一個精神嘅病嘛。對嚇。哦，有個一個
咁就愛洗手洗物件，我有一個 neighbor 吼，我嗰啲是安尼看伊洗物件洗到我咪我比較甲 OCD 像啊，我比較甲 OCD 是相配啊 ，OK， 伊直接下面手去啲做工會變沙刀。哎呀，了吼，了不要緊啊，個不要緊啊 ，OK， 伊食一個物件伊就去變，了我人家了本。我講到用，我愛講伊特別啦，唔係啦，真係隨潮咪講啦，你 floss 就好，你買變安尼嘛，變了手機拍個了，你係你揀拍個了去，然後伊 stapler 物件我直接杜爛就是 stapler 物件，伊 stapler 個啪死你安尼，我一條紙 stapler 死你，因為開嚟看時，嚇兩條個了，就要一個頭，唔係應該點？那是講家己講話呢？家己無端端，家己一人夾掉了，家己喊講。豆嘅要講話，豆嘅伊特別，豆嘅講聲。OK， 我想問after lunch 邊處 kiss？這是阿龍嘅聲，等陣我 mute 佢。阿龍你聽得到？阿龍，我聽到我咩？你 mute 聽到 loud and clear。啊，你 mute 就未啊 ？OK。OK。你講啦，我就講咯。好 ，OK。OK， 我想問是 after lunch 邊處 kiss 是唔是弄呢處 kiss 派？意思做呢個 after lunch 你係 breakfast 嚟，OK 食了一邊 start， 但係因為說我知影就是吼 after lunch 啦，你若是邊處 kiss 啦，是邊處 kiss 無好，因為你食 lunch 點時候，你是食 acid 嘅物件，所以吼邊處 kiss 是阿卡來嘛，所以acid 嘅阿卡來 mix 出嚟唔是會弄派你處 kiss 咩？我唔知伊 logic 係咩啦。我就想我問應該等有相關啦。無，不要緊啊！你邊出去小謝事，你做好你會咁就播了，你會咁派啊，你會做你會咁派。你見啊，你看啦，你若是有食物件會掉出去嘅，較好變啦。But no offense 啊，伊變安尼做你啊，手機不是正解。做 treatment 伊手機，特別啊，我手機，特別好我真正我淡薄 OCD 本啊，我若是看到。有人想去注意我係出去無清氣，安尼款，然後我家己別去出，我別去邊啊，自別去邊出去啊，我慘啦，而家慘咩啊？特別諗滯咯，諗滯講啲 Korea 搭冷食包佢本邊出去嘅都就啊。lunchtime 講啲 office 裏邊有家己出去邊家己出去過個，就八倍啦，是到對嚟 office 借啲家己 cubicle 邊出去嘅咯。借啲 cubicle 不啦，咪借個呢？借啲 cubicle 邊出去，邊了個家己對咧，嚟去配家己寫出嘅。哦，almost 特冷半成，因為我是 Korean 我那邊嘛，我本身嚟看到。哦，因為我你食個了未叫 dinner 本身呢？誒，好啲。有不成了，好啲我咪入去講嗰陣時，學掉咩味道？學掉咩味道？唔，應該掉咩味道？學掉我俾味道。福建話 depression 是要潮是冇 ？depression 啊 ，depression 應該叫鬱卒嘅叫。鬱卒啊，鬱卒，伊人講鬱卒，就是講伊較 depressed，伊加隻 stress 啦。你講是講伊面 QQ 加 stress 加無歡喜嘅嗰時候，鬱卒啊。I think 你要，但係你讀嘅時候，你講係咪要潮係加水嘅字啊，就係你是加 Chinese classical 嘅字啊，無人啱用唱歌啲 lyrics 你會用啦，你講話 I don't think so。OK， 要潮，所以鬱卒較掉啦。啊，鬱卒你是我係馬本嚟講嘅物件嚟。我未曉。我隔你媽病會嘛？韓國人啊，邊條機貴刀直接？地招打刀咯。嚇！我係嗰啲韓國人。炸機出門就一刀咯，就把背邊嚟攬下，借啲家己佢都半邊一刀。阿妹有個人啉個啤了，一半在邊一刀，一真一是個邊出機。誒，嗱，是了，都去dinner啲，隔人拍拖啦，食了來邊出機先。冇啦，continue講話。冇，伊唔是講冇邊，你別做啦，唔是咁嘅意思，是講你有攤邊，你就跳到邊。哦。誒，我是頭先用咗 iPhone
行啲嘅路會做落雨嗰度，我同你 on the street 咗。你不要，你只看你衰啊，阿龍，我等你 Snapchat 等我莫觀等啊。我唔入呢個，兩講頭，我同你講，不等我買短褲，我同你等下的士，我買短褲成啊，我會同你講頭項嘅面件啊，而且有陣時人唔知我有 dick disorder 嘅。OK，dick disorder，你嘅 control，我有 dick disorder，我按照你在數，你在 dick disorder，我知，成個 Tourette syndrome 嘅面件。我知，後邊我按照你知咧，後生嘅刀咧，我都看到了。但係我同你講，我按怎會知啊？是因為嗬，我啲 internet 位我加一個美國嘅一個查某，伊是中國人嚟，一舊應該一個別人嘅人，所以伊正想要學福建話，所以伊到啲 US 嘅，所以我啲 internet 會教伊福建話，所以有陣時我on Skype 了，on 就 through video 啦，我教伊講話，係了嗬，伊後尾有一節啦，伊講。He feel that what would think disorder because he got本身是neurologist， is neurologist 嚟。I see 嚇。伊是 hospital 裏面做工正，伊是老官嚟，伊是 neurologist 嚟。但是伊看到我嘅 B， 伊講，我同你講話係時，我 feel that 你有 think disorder because 你被 control 真係隻 facial expression 咧。你講我佢知你我目睭啊，我佢知扎你嘴嚇。對，我本身啊，暫時諗唔你講生食嘅數，所以所以我係真正用 panic 嗰啲種，所以當陣我講佢哋真正用緊張物件，或者一條嗰種或者邊嚟看有冇有冇看啊，我不是人哋款款嘅。特別我講，我是真正貓嘅 case 咗，特別我有一個朋友咧，嗬，真正理嘅，伊是 Tourette syndrome。啊，有個人講，有個人感覺，你頭先你唔知這個病，你唔知這個人嘅話咧，樣成個是小嘅。因為伊學緊拍個字啦，學緊講，學緊咩錯啊？拍嘅頭啊，拍係啦，唔是㗎了 Tourette 是咩臭壞？特別意思，我 friend 就是臭壞是較 rare，較平常較普通嘅事，伊人有像較做聲，還是做做一個 movement， 還是安尼講下。我有一個朋友，伊是你講我甲伊是弟弟，安尼，伊弟弟叮當伊個鏡頭。咁我想起你，我有淡薄嘅，我唔知啫。我 friend 同我講咧，我教佢 realize 講有喺入面。你當劍做時，你會知啊？你當劍。我唔知點樣做，我是 and 我是 later on 嘅 develop 嘅時候，我負責寫係你是冇嘅反正。我 friend 做 doctor 嘅咧，伊講你嘅是較 mature 咧，你是 adult 嘅咁寫得出來嘅，我伊唔知 reason 本嘅。我做 friend 先嘅哦。阿人做，開車啊？我是想一中嘅講我一啲啲有成功。我跌當有成功。我哋是想個 Tourette 呢啦，แล้ว Tourette 你再冇有人講話有 stammer 本是related to tick disorder stammer。我啲一開始練習有 tick 有 stammer。stammer 你 demonstrate。stammer 是被講話是講未出，講未大字啊！所以安尼是 stammer 啦，所以伊個腦是想要講係咪會想到，特別講未出。成個上斜狂嘅，你講上斜狂都未講未出。stammer 本是 related to tick。แล้ว Tourette 是一個 extreme form of tick disorder。應該講 what is apraxia? Apraxia and dyspraxia。係咧是另外。你係咪啊？你話伊腦不是想，伊腦想一項物件，伊未做出來。哦。我有一個我拄過一個，我唔是捌伊隻字，特別我有知道啲一隻 animation 嘅 award screening 嘅事啦，所以伊要來甲我講話咯，所以伊來甲我講話時，伊講話講話咧，伊咪是伊手到春啲隻，伊是講伊唔使講咩話，伊要講話，特別伊唔是 always 講臭話，伊還是講 shit 嚟嘅。
然後咧好，你試過 continue 講，所以我能在意，你成日講在意嘅好，我就 ignore 咯，成日當做我 tune out 嘅 extra 嘅物件咯，所以安尼是我冇插意，然後一個 continue 地講，特別伊即係個大漢有，所以伊去 stage present 嘅時候，伊 control 了。伊講話是伊嘅 control， 我係 friend 冇講嘅，伊 control， 伊 control， 伊 control 落來行，落來是伊甲我講話是較 relax 是伊就出嚟咯。伊出來，你想啊，你想講，安尼款嘅人真正靈啩 ？Actually 啊，人咁了本是淡薄，安尼款嘅啊，你知安怎你會注意無？你想家己想啦，你第時做物件，你真正 nervous 嘅時啊，你家己。白你真假？你未講話甲真正濟人嘅事啊！你講個你家己啊 ，don't say fuck， 免講 fuck， 免講 fuck， 免講 fuck。你若是 obsess 上濟啊，你看抓哇，你會講到 fuck 啊！哈，我就是邋遢就是人咯。有啊，你若是笑上濟啊，你會講出嚟啊！我邋遢，特別我邋遢，邋遢哈，我捌讀過，我做隻嗱陣時我讀者邋遢頭嘅時，有時講是一個。culturally bound syndrome, but after that yang ko yang ko sangat ko im si je syndrome because it is le habit lai. So it im si sanga im si 真係一個精神嘅病。阿龍啦，講你精神病啊，學嘅話其實叫做精神嘅病，還是叫做咩病？頭殼病。阿龍，我人是無一個較正經嘅講法啦，我感覺，人是講人笑，人是講笑人嘅嘛。是咯，是啊。人是講笑人嘅就講正經嘅頭殼咯。嗱，無人講頭殼，無正經無正常，伊無正常。正線是福建話嚟是無？正線是福建話對。特別咱較直講正線呢，這個話啦。正線成個有車無車。係你本是叫正線。係你日本是叫正線，正線成講你有啥話愛困啊無正線啊，是講你無啊，即係講 English。冇車。你無夠困咧，嚇你無正線嚇，安嚇呐，愛困啊，嚇是叫無正線。精神病跟神經病有啥物分別？精神病是巴不得咪，神經病是啊，邊部分是巴不得特別，你是。笑了嘅人，伊是講笑了嘅人，咩人嚟講神經病嘛？但是講，伊是一種嘅病嚟嘅，伊唔是講，of course 氣笑本是一種嘅病啦，特別，但是講你講精神病嘅話咧，就是 medically 伊有 treatment 嘅，有去看老官嘅，伊有食藥，有去 control 掉嘅，伊唔是人看到街路邊嘅，叫你去食啊笑嘅，那神經病的當今來到當今只講1千年啦，講人神經病其實是啲咩條人咯。咱特別會曉 differentiate 㗎 ，maybe my promote 對咯。係你，有時講係就是什麼啊？主講嘅咯，講咱講笑人㗎啦，就是拍人嘅；講笑人㗎啦，就是但係就是你垃圾嘅，到啲嘅路邊會見嘅。我就咪就是啲行路邊行到等到10 kilo。當今啦，你垃圾啊！佢落河，但係諗等我行來行去。你青條，我唔是笑嘅啦。你青條 medal 啦，行快哦。咁樣嚟。你青條 medal 啦，行快哦，青條咧。冇，係你我冇。我actually 其實我做戲時，我做嘅小人本，我定到是讀中學是做戲時，我做嘅小人。你話做到啲自己咯時候，上面嘅路，我做啲冇相關嘅小人啦。即我做小人後，我係做戲時，我係講話後，我冇講，特別 actually 係你小人啊，我當今我 understand 較濟，我看起時啊，有可能係你小人，我做小人嘅角色，有可能是 autistic 較濟過小。伊唔是笑，係 autistic。面對我講話嘅時候，我未講，我當今看起來頂到時我未曉啦。當今看起來我想到，我講話嘅時候，我係 dialogue 嗰粒是number 嚟啊，我冇講字，我冇講字出來，我講3、5、6、7、7、3呢，講呢我係 character 是。我頂到時我做嘅，但我做笑嘅是什麼啊？我做笑嘅是我。
做我家己世界咯。我看聽我家己做小嘅事啊，我較濟時我到啲 stage 先到到 drama 時候啲 stage 時，到底 wing 嘅時 before 我出去時，我就 take 淡薄 moment 我叫做培養情緒啦嚇。培養情緒我就成啊，培養情緒我幫曬時我冇培養情緒，就是講 take a moment to like get into it，you know。So 我培養情緒做戲時咧，我就徛到啲邊啊 stage wing 嘅位，我就 start get into my character and mindset，you know。แล้ว時我想 get into character 時啊，我人佢แล้ว驚我你就係成個你 stage hand 嘅咧，樣阿妹話落妝啊，我頭啊 make up 嗰時，因為講喲我嘅驚你就成個接 character 時我嘅驚。method acting。本來我唔是覺得就 method acting，本來我是想 prepare for 我嘅 method 是你現接起嘅 role， 你成個變起咯，現變起咯嘅 role。我冇講你簽啦，我冇企緊你簽，但是我是成個 because 我你諗驚你冇夠簽啊？我 design 我 character， 我 design 我 character 嘅時候，我做我目睭按照看人，我想我嚇咩嘅？method acting 啦，你看你咯。哦 ，OK，so maybe this method acting， 我做。我學 master， 我知。OK，so 我看人。我是小叫我指標，然後我看人嘅時候，我 design 我 character and certain type， 然後我就 start 我嘅 ，because 你別成講，你到啲 stage 你俾講話是你講咩 ？When you step on the stage， 你就俾是 live in the character mannerism 啊嘛。So I thought method acting 是成個係種你 after 你 live reset， 你muốn live 掉你係你 character 嘅 life 嘅叫 method acting。method acting 是你接起一個 role。咁做一個接起，所以我冇講接嘅，我是實際我做一 mimic 嘢，喂 design。即係 Daniel Day-Lewis，伊要搬係咪Gangs of New York 嘅時，伊要做一個 gangster 嘛，用刀嘅嘛，所以伊借啲那邊伊嘅 trailer 嘅時，伊直接切刀啊，切刀了，直接點咩刀去伊嘅壁啦，點咩刀去伊嘅壁啦，然後人俾。接嘅時就俾講話嘅意思，嘅意思係你人嚟講。所以我冇呢，我是 only 成個 before 我 get on stage 時，我俾 that moment that 5 minutes before 我 get on stage 時，我 get into the character so that 我未成個到啲 stage 嘅時候，佢 in the middle of getting into the character。So I don't think why understanding of method acting 呢是，你那是講我就 method acting 嚟講，我 throughout the process 我做啲 project 嘅時候，我常常我笑嘅可能可能我唔成，我是 before 5 minutes before 時我去做。Anyway， my point 是，我講我直接我 character 會看嘅時候，我 mannerism 啊，唔照看人嘅時，你邊樣嘅 stage 喺嗰度就驚我咧就，所以我就是看到人講你笑人係人看到目睭笑，佢看到驚你笑你就是我不經驗過，可能看到我直接我 character 時間人成唔敢同我講話 ，because 人哋會同我講 ，OK， 你被 get ready 啊，被起嘅時，人特別驚，咪同我講話就冇咪加咧，就是驚。我 experience 過你笑人看你嘅辦法 through 我嘅 character 嘅事，就要爆槍嘅大媽，就要講啊，我講，你是講講話，冇講，家己講話，แล้วของ講話嘛，轉頭邊啊，家己講話，家己講話是隨做 Matt 咯，under Matt 家己講話是。你是講話甲你家己，還是你講話甲別人？啲那邊你係腦有別人，你若是腦有天有一個另外別人，你是笑啦。你若是講話甲家己是你家己爾，哈你是平常啦，甲大人不是常嘅啦。有當時我冇甲家己講，我是要 catch myself 家己講話。OK 啊啦，家己講無人嘅，家己講 OK 啊。那是講咱做一項物件，咱 repair 一項物件，咱 repair 甲我死別個死別，咱都教一個物件講你好好啦，你乖淡薄啦，你學我做啦，做好了，咱走人啊嚇，你看，所以這是笑。冇啦，這唔是啦，這是淡薄，這是尋常。哈，你是你個電腦彈聲呢？你個腦是聲嘅，你看得嘛？你 vocalize 呢？彈聲呢？哈！你講出來你聲嘅物件。哈！我講話嘢嘛，即係。
我俾梅朗到啲邋遢咧嚇，邋遢咯，按照 express。邋遢唔是 entirely culturally bound，邋遢把你種嘅人本有，上個我講你聽，你在 Irish 嘅人啊 ，Irish 人可能是 Catholic 嘅嘛，你那是有 Catholic 嘅 upbringing，你 upbringing 是教你別使講你別使講你別使 blaspheme 嘅嘛，你別使講 Mary 㗎 Jesus，特別啊，伊人邋遢先啦是那是看到掉車驚係個哦 Jesus Mary Joseph。哦，喂高本時咧喎，喂高邋遢 Jesus Mary Joseph 有淡薄邋遢嘛 ，Irish 人嚇，我荷蘭冇有荷蘭荷蘭地甜嘅咯嚇，荷蘭冇有，樣時一 vocalize 伊嘅 reaction，so 我邋遢嚇。Ain't nobody got time for that。你唔是邋遢啦你。It is a cool expression. 行都是 cosplay 啊，行。冇誒？係咪 cosplay？ 行。Method acting 啊？哦 ，cosplay 情節。我是學情節傳咗了。我拎呢個 B 啊，個 B。都冇拎個 B 收音機嘅。開車，嗰啲人隔了人情節 cosplay，係咪佢俾我啊？好，你 next month recording 嘅時叫情節嚟啦，隔了人情魔啊！好，我做一條。哇，情魔啊！我冇魔啊你，我冇魔啊！我有沙龍嘢。我冇啊，我冇沙龍門。我會講咩啊？哦，邋遢嚇，邋遢，按怎 explain 啊？邋遢是唔是 habit 嚟？ I think it's a habit。邋遢是福建話嚇。邋遢福建話。邋遢是華南話。邋遢特別人福建話咪是特別有嘅阿龍安怎寫邋遢咧？那是特別講邋遢是。咱個唔是福建話，個唔是邋遢，邋遢是華南娘娘嘅人較濟查某邋遢。阿龍。我唔知喎，我比較少喎。唔有寫邋遢，你 try 去下 research 嘅。會使。人哋咱邊頂特別少講邋遢嘛，到了暗時。我哋 make sure 我會對全城嗰兩件。做咩事？小人啲講講啊，我冇的士。落學校，你部 Uber 啊？Korea 冇 Uber。Korea Uber 叫 Uber。冇咯，我冇學嘅。邋遢。邋遢你去想看，按照寫咯嚟講邋遢，你邋遢咱是真正對我嚟講是怪平常哦。冇乜白嚟，冇乜白歡迎。白華南人較濟，華南人較濟。嘿，冇乜白。冇乜白歡迎。個禪人本邋遢，一亂在我邋遢。禪人按怎邋遢，我唔捌聽到。哦，硬裝地講咧。嘛邋遢禪人。ขอรอบหน้าค่ะได้ค่ะอีหลังกองทำไมอีมิงเกียสิทำไมอีกองทำไมบ่จะเดียวมาหลัง想啦我嘛是我講嘅物件บ่จะเดียว嘅我拿大是我攞裝嘅我拿大一頭一裝嘅冚貓嘅咧就是我講我係笑掉冇係你時間 我笑掉我係成頭腦笑掉係咪物件係成日我哋聽到人講就賺歡喜先了吧如果係本來我聽了唔知講係咪迄個 Syria 迄個 bomb 即係 US bomb Syria 係咪物件？以後我講 Syria 時，我 phone 一頭turn on 啊！以前我講 Syria 我講 Syria bombing 嘅時，我聽 news 係講唔知係咪 bomber 係咪8 millimeter 係咪8 meter 係咪物件？我聽人講 news，我啲甲 Bruce 講到話，伊電視機到底邊後尾我聽到伊電視機聲，我 remote control 就加撈嘅，哎呦8 meter。係咪物件？係咪物件嘟彈著？就是你講唔到邋遢。無我就是安尼咯，我就是同我成日咧，可能我笑掉嘅物件，還是我後尾聽到嘅物件嚇，我就才驚咧，是我講出來我笑物件。然後另外一個咧，就是我邋遢普吉加拉路海是我那是我嘅頭腦，物件聲嘟。我就請驚啦，是我頭腦冇想到別項物件，我就是 default 就是講普吉加拉落海。是我第一號就是我嚇我你講紅木話先會邋遢。誒，你講紅木，你邋遢紅木。
还没下来，迄个是古灵嘅，你係電腦被 censor 咗啦。冇古靈嘅古靈水嘅，什麼名未記啊？古靈冰嘅喂，大靈嚇，嚟咪，攏講咪，頭晚你講咪阿毛係邋遢啦。阿毛人會邋遢嚇，你是咪話？確實㗎。你個紅毛話是你邋遢係咩？我啦 sometimes 邋遢普吉，我不普吉多人是。我是頭講普吉人看咯，就係件事。แล้ว sometimes 就是冇梅咯。阿 John，你佢呢個問到後面名嘅是O dot。一樣普吉就唔要緊，普吉是只平常嘅德嘛，普吉就趣味咪叫嘛普吉咯。你是多啊？阿莫人普吉是名嚟。嚇，普吉就趣味，就 cute 就 adorable。咖啡零幺普吉咯。咖啡係膠。我知嘛。鳥。哦，也高啦，也高是普吉。啊。我知。Okay, that interesting. 冇啦，一叫奧迪普吉。所以講是奧迪㗎嘛？啊。我知。安怎會得咧？特別冇，伊人我講聽我安怎 ，because that's why 我硬 control 我會tahan about 80%，我會 control about 80%。我那時到啲出兵嘅時候，我會覺就我冇，是講我邋遢是邋遢 fuck 咧就死啦，知道？特別我嘅時候我是邋遢普吉，我邋遢普吉嚟講，我到啲美國是冇人知啥物，所以人都唔知咯。伊人跟那白我嘅人，我不 explain 個人聽，樣對就，特別我做工人我冇 explain 個人聽。我講哦，I just like something, I just said nothing。邋遢話嘅了真係奇怪，我第一好笑嘅邋遢是，我看到啲 YouTube 有一個華納嘅 reporter，伊去報新聞嘅時，伊冇掉啲laptop條曬啊，成日講ayam meletup。Kayak爆炸，ayam meletup。Kok ayam meletup? Habis ayam meletup. Halo. Ni anjua sel je ayam meletup ah. Oh my god, 人講過6點鐘嘅。Oh my god. OK, so 我咪講。未錯，我想講見啲是未 topic 啦嘛，即係我哋係 topic 嚟。上嘅 topic。出嚟時出緊了。哎呦 ，I think 你會放置出啦。แล้วanyway 我有啲 plan 我 program 啊。8 Mac 咧。所以即係唔要緊，呢個時候嗱，我咪講嘅另外一就是，咪講阿婆邋遢是咱拔到拔你 show 時個講，我只謝物嘅講，OK，邋遢咱個另外講，因為我只謝咯，只謝物嘅我俾教人 share，就是因為我本身邋遢 from 我媽那邊 pick up 去教我當劍邋遢，教我係順啊，就是順啊本係邋遢，所以我時咪講 ，OK， 當然小大聲啊，或者是咱個嚟拍角啦，其實特別嘅邊咧有講話咧，就是查某婆啦。英國中啦，豆嘅啦，校長啦，阿涵啦，開車啦，แล้วก็ Skype 嗰邊走起แล้ว係灌水管啦，แล้วก็Skype 嗰邊嘅毛毛菇啦，毛菇ก็ทำมาอบี咯，แล้วก็拜拜。จุบิ來只人冇講到發生，一個做緊到小人經嘅，佢冇講到。แล้วก็唔是比按鳥，但係頭來是按鳥。แล้วก็出年人冇講話免播啦，有時看到冇咁不想等啊。แล้วก็全部見話搞自己對聽，當一記下，幾號下到嘅4月拜三12、13、4月12、13。Facebook 會去等看咗騰。我12點準等掉㗎，第二間即一間個就9分。我講聽啊，是講我未在。我到啲 Skype 會，唔係 Skype 會，到啲 Snapchat 會，我會成啊會辦事，我成個亂講成。幾點咪？幫先，我已經 install Snapchat 啊，我 another phone 啊，所以我係。你一嚿嘅都 call 啊，好啊仔。我幫時冇個我係 call order 嘅。OK。我
查嗰啲一定嘅。係幾時來段啦哈？嗱，是講你實啲係幾時來嚟啊？無特啲 Astro Show， 還是係幾時來並來呢？歡迎你人來，即係講邊啲學嘅嘅話題嘅，即係你白往時講投降，你有關係㗎。你係幾時來個數？所以希望人去看，看了嘅時，人會使到對嚟個月8號呀，個月6號，個月6號8日是往佢再落另外一道落音嘅是，你話落你人。看了嘅人，咱會起來 discuss movie 好，咱今日起來講。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下禮拜過來多啲嚟收聽。尤其下禮拜我是講出來故事。OK， 感謝，拜拜。拜拜。